好，弟兄姊妹、新朋友平安弟兄姊妹、新朋友平安。我哋啱啱過咗好開心嘅復活節，我們剛才過完了非常開心的復活節，一個好長嘅假期，想讓大家咧可以去玩沙啦，同埋休息。這個長假期大家可以玩耍休息。今日咧，我哋翻到上帝嘅經文嘅裏面，今天我們回到上帝經文當中，係約翰福音嘅第8章嘅內容。這是約翰福音第8章內容。我題目咧係耶穌係世界嘅光，題目是耶穌是世界的光。好明顯咧就係將今日個經文個重點咧就引咗出嚟。那就很重要的是將今天的經文引了出來。我記得有一次經歷咧，我印象都好深刻嘅。有一次經歷我印象很深。我去旅行嘅時候咧，啲隊友咧就帶咗一個漆黑嘅地方。那旅行的時候，隊友帶我去了一個很漆黑的地方。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有試過咩伸手不見五指咧？有沒有嘗試過伸手不見五指？嗰度咧真係黑到咧，你擺隻手喺度都睇唔到嘅。就黑暗到擺咗手，然後你看都看不到。咁所有人咧去晒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就突然間着咗燈。然後所有人去到那個地方，突然就熄了燈。原來咧我哋就處喺一個我哋叫山洞教堂嘅裏邊。所以我們就處在一個叫做山洞教堂當中。好靚啊！將佢嗰個山洞咧變成好似個教堂咁樣，作咗好多嘅雕刻出嚟。那個山洞很漂亮，就鑿了非常多的雕刻出來。但係當初咧入到去嘅時候咧，以為一個好深刻、好恐怖嘅地方。那起初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深刻、很恐怖的地方。其實咧，我哋如果唔知光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感受到個黑暗。如果我們不知道光，我們就可能感受不到黑暗。唔知大家有冇習慣咧，將Kelvin send 俾你嗰啲 PowerPoint 睇一次？然後大家有沒有習慣將 Kelvin 送那些 PowerPoint 然後看一下？其實讀今日嘅經文咧，好似讀得唔知佢講乜嘢咁樣。然後讀今天經文可能就不知道講的是什麼東西。除咗第12節好明顯就講耶穌係世界嘅光之外，除了第12節就講耶穌是世界的光之外，到13節去到30節咧，好似咧好多嘅對話。13到30節好像很多對話。其實咧就講到耶穌咧同佢嗰班敵人嗰個之間嗰個嘅辯論。就講到耶穌和那幫敵人的辯論。當中咧數過咧有10次咧耶穌嘅説話咧俾佢哋打斷咗。那有10次耶穌的話語都被打斷。我用咧好似雞同鴨講咁去形容佢哋啊。就可以用雞同鴨講形容。嗰班猶太人啦，嗰班法利賽人咧，完全唔明白耶穌喺度講緊啲乜嘢。那幫猶太人、法利賽人不明白耶穌在講什麼。耶穌講屬靈嘅嘢嘅時候，佢哋講呢啲好屬肉嘅嘢。耶穌講屬靈的事，他們講屬肉的事。跟住咧，耶穌話咧，我要去嘅地方去唔到嘅時候咧，佢話啦，你係咪去自殺咧？然後他們就說：耶穌去不到的地方，你們又為什麼自殺呢？由頭到尾咧，都好似咧雞有雞講，鴨有鴨講咁樣。那就從頭到尾，雞有雞講，鴨有鴨講。佢哋咧誤解晒耶穌所講嘅説話。他們誤解了耶穌的話語。去到結尾嘅時候咧，如果你有睇第8章嘅結尾嘅時候咧，佢哋就憤怒到咧要用石頭打死耶穌。那在章節結尾，猶太人就嘗試用石頭砸死耶穌。我哋睇第38章 slide。其實咧，而家我哋仲喺嗰個逾越節嘅節期嘅尾38。所以現在我們都還在逾越節的節期尾。講錯咗，住棚節嘅尾嗰度。是在住棚節的結尾。我記得我講過咧，住棚節有2個好重要嘅儀式。那住棚節有2個重要的儀式。第一個咧，佢哋會咧每日咧攞啲水出嚟咧喺個祭壇面前去澆灌。那其中一個儀式就是拿些水在祭壇面前澆灌。所以耶穌就咩啊？你哋口渴咧，可以到我這裡來喝水。那耶穌就說：你們口渴，可以到我這裡來喝水。喺腹中咧就會湧出呢個活水江河嚟。那腹中就會湧出活水江河。第2個儀式好重要咧，佢哋咧每一日咧喺傍晚嘅時候咧都會點燃4支好巨大嘅蠟燭。那另外一個儀式就是在龐大的祭院裡面，然後就點燃了4根巨大的蠟燭。我哋經文今日講到咧有個叫做庫房或者庫即係嗰個庫房嘅地方。那經文就講到在庫房的這個地方。嗰個庫房咧就喺婦女院嘅裏面。那在婦女院裡面。大家知道聖殿咧有外邦人院。那聖殿有外邦人院。再入少少就係婦女院。那再往裡走就是婦女院。跟住咧就係猶太人院。就是猶太人院。跟住去到聖所至聖所咁樣。然後就是聖所到聖所。所以咧婦女院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嚟嘅。那婦女院是一個很大的地方。而佢哋嗰4支蠟燭咧都好巨大嘅。4支蠟燭都很巨大。每一支蠟燭咧有4個咧嗰啲兜咧載住啲油。然後4個蠟燭都有兜，然後裡面有油。所以咧16個兜。有16個兜。每個兜咧都要每晚呢啲後生嘅祭司咧就爬上去咧點燃佢。然後每個兜呢就有一些很年輕的祭司就爬上去點燃。跟住咧下邊啲人咧會揸住啲火把。那下面的人就會拿着火把。好明顯咧佢就慶祝咩咧？紀念耶和華喺40年嘅曠野裏邊雲柱火柱咁帶領住佢哋。這就是紀念耶和華在曠野當中40年有火柱去帶領他們。我哋睇第42章啦，出埃及記嘅第13章第21到22節下邊嗰個。啱係。出埃及記13章21到22節，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
夜間在火柱中照亮他們，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從佢哋離開埃及嗰個地方第一日開始，從離開埃及的第一天開始，就有呢個雲柱火柱咧帶領住佢哋。就有雲柱火柱帶領。如果大家坐過飛機咧，你發覺咧，如果我哋追住個太陽行嘅時候咧，我哋起機嘅時候係日頭，翻到去鄉下嘅時候，屋企嘅時候都係日頭。那如果就是大家試過搭飛機的話，那就是起飛的時候看到太陽，然後就是在白天，那降落的時候也是在白天。所以咧，就追住個日頭走嘅時候咧，就永遠喺個光明嘅裏面。那追着太陽走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光明當中。佢話中夜兩下，即係講到呢個總不離開佢哋。就說到總不離開他們。呢個就雲柱火柱就喺呢個時候咧，喺呢個住棚節裏邊一個紀念嘅儀式。那雲柱火柱在住棚節裡面就是紀念的意思。其實咧，由佢哋離開埃及咧，嗰嚿雲柱火柱已經係幫咗佢哋。那離開埃及，這個雲柱火柱就幫助他們。其實法老個心光硬嘅時候咧，就帶住啲兵咧去追嗰班以色列人。有升光嘅時候，然後就帶着以色列的兵去追他們。去咧追到紅海嘅時候咧，佢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然後到紅海嘅時候，前無進路，後有追兵。咁嗰個雲柱火柱咧就隔開咗佢哋。那雲柱火柱就可以隔開他們。就係出埃及記嘅第14章嘅第19到20節。那就是出埃及記的14章19到20節，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神的使者，轉到他們後邊去，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在埃及營和以色列營中間有個雲柱，一邊黑暗一邊發光，中夜兩下不得相近。所以喺個雲柱火柱咧，唔單止帶領佢哋去度過呢40年。所以雲柱火柱不單只是帶領他們走了這40年，喺紅海嗰度咧，仲保護咗佢哋。在紅海就保護了他們。因為上帝與佢哋同在咧，就係用呢個雲柱火柱。那上帝與他們同在就有雲柱和火柱。耶穌就喺呢個時候講咗句好重要嘅説話，我哋睇翻第39章。那耶穌在這個時候就講了很重要的話，好大膽咁樣宣告就話：我就係世界嘅光。很大膽的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哋知道咧，如果你跟住個聖經數落去嘅時候，那我們如果跟着聖經數下去的時候，啱啱過咗住棚節嘅時候咧，大家都有個圖畫。那剛剛過了住棚節，大家都有一個圖畫。諗起嗰個喺嗰個銀庫嗰度，喺個婦女院嗰度咧，每一晚都有個蠟燭好大嘅點燃咗出嚟。在銀庫，在婦女院，每一天晚上都有個很大的蠟燭出來。佢哋咧，耶穌就喺呢個時候大膽咁宣告話：我就係世界嘅光。耶穌就在那裡大膽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如果你當中你係嗰班猶太人，聽到耶穌咁講嘅時候，唔知你有啲咩反應？那大家聽到猶太人聽到耶穌這樣講，有什麼反應呢？一陣間我讀落去嘅時候咧，有兩班人。那待會兒讀下去會有兩班人。第一班咧就係法利賽人。第一班是法利賽人，由13節去到第20節。那從3節到20節。跟住21節咧，去到30節嘅時候係另外一班嘅猶太人。那21到30節是另外一班猶太人。佢哋咧對耶穌呢句説話嗰個反應。那他們對耶穌說話的反應。今時今日我哋聽到耶穌講呢番説話嘅時候，那今天我們在聽到耶穌基督這番話時，我哋有啲咩反應呢？我們的反應如何？我哋咧點樣知道我哋已經出黑暗入光明？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已經出了黑暗走入光明？你應該點樣回應耶穌話我就係世界光呢句嘅説話？如何回應我就是世界的光呢？我哋講光之前呢，我哋要講黑暗。講光之前要講黑暗。我哋如果唔明白黑暗係咩嘅時候呢，我哋冇辦法去感受到光嗰個嘅威力。我如果沒有辦法感受到黑暗，就感受不到光的威力。我哋睇翻第40章啦，第40章啦。呢個世界咧點解咁黑暗呢？40。為什麼世界如此黑暗呢？黑暗咧其實有好多個層面。那其實有很多層面的。喺知識層面上高咧，我哋可以話黑暗係缺乏嗰個知識。那如果在知識層面，就是指缺乏知識，即係嗰個無知啦、愚昧啦或者迷信咁嘅意思。無知、愚昧、迷信。羅馬書1章第21節話：因為你們需要知道神，卻不當作神去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你哋嘅心思就變為虛妄，無知嘅心就昏暗了。羅馬書1章21節，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當我哋話呢個世界咧唔係黑暗嘅時候，這個世界不是黑暗的時候，人哋就話係啊，好光明啊。很多人就說對啊，很光明啊。但係佢哋咧唔將神當作神去榮耀佢。但他們不把神當作神去榮耀他。喺個無知裏邊，其實佢嘅心咩係昏暗嘅。那其實，在無知當中，他的心是昏暗的。喺道德層面上，嗰黑暗代表乜嘢咧？那道德層面黑暗代表什麼呢？其實大家無論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都有啲怕黑嘅，我相信。那無論大人小朋友都有點怕黑暗。有個黑暗咧，入邊有啲危險啦，係咪啊？因為黑暗裡面可能有些危險。黑暗咧代表咗恐懼，代表了恐懼。黑暗亦都代表咗邪惡，也代表邪惡。好多時咧，啲人偷嘢或者咩咧，唔會日光日白走去打劫嘅。
那有的人他可能去偷東西，或者日光的時候去打劫。通時咧喺啲夜晚黑先去做。那一般他們在夜晚才會做。有時我哋犯罪都會咩啊？喺無人嘅地方我哋先去犯罪係咪？有的時候犯罪要在沒有人的地方才犯罪。其實惡人嘅道路就好幽暗嘅。那人的道路就很幽暗。我哋要行喺光明嘅裏面。我們要走在光明之中。我哋要知道我哋就係世界嘅光。我們都要知道我們才是世界的光。第三個層面就係啲經歷嘅層面啦。第三個層面就是經歷的層面。黑暗咧係嗰班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被擄嗰個嘅喺被擄嗰個情況。那黑暗是聖經當中以色列人在埃及時被奴役的時候的描述的情亦況。都係保羅咧描述我哋人類咧喺一個撒旦嘅捆綁裏邊嘅情況。那也是保羅說人類目前正在受於苦的撒旦的枷鎖當中。喺以弗所書6章12節話：因為我們並不是與血氣嘅爭戰，乃是與那執政嘅掌權嘅管轄呢個幽暗世界嘅，就天空屬靈氣嘅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章12節，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着黑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呢個管轄幽暗世界就係呢個邪惡呢個撒旦嘅勢力。那管轄着幽暗世界就是邪惡撒旦的這個世界。除咗經歷之外，我哋都喺法律上高有個意思喺裏邊。那除了經歷上面，那在法律層面也有這樣的意思。就講到嗰個審判啦，同埋嗰個憤怒。就講到了審判同憤怒。黑暗中世界喺上帝嘅審判之下。黑暗中世界在上帝的審判之下。並且咧被上帝嗰個憤怒咧所處分咗。被上帝的憤怒所處分。其實呢個咧唔單止世界，不單只是世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都喺上帝嗰個嘅審判嘅裏面。那每個人的生命就在上帝的審判裡面。喺馬太福音耶穌話嗰個王就叫人咧將嗰個惡僕咧就捆綁起來。那其實，在馬太福音當中，王就對這個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將佢咧掉到外邊黑暗嘅裏邊，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裡。跟住咧就哀哭切齒，就哀哭切齒。我哋而家個處嘅世界咧好似好光明。我們現在處的世界好像很光明。其實人類咧就越嚟越黑暗。但其實人是越來越黑暗的。頭先開始之前同阿 Sam 都傾過幾句偈。那其實剛才開始之前就 Sam 就同我在說到，呢個世界其實就而家係好混亂。這個世界很混亂，好黑暗，很黑暗。黑暗喺黑暗裏邊，我哋睇唔到前邊。我們在黑暗裡面可能看不到前面，我哋睇唔到未來，看不到未來，我哋唔知道我哋會去邊度，不知道會去哪裡。喺黑暗裏邊，我哋睇唔到上帝，看不到上帝。就好似今日嗰班人話：你係邊個啊？就很像那班人說你是誰，你喺度問耶穌，就在那問耶穌。喺黑暗裏邊，我哋睇唔到我哋生命嗰個意義個重點同埋目的。然後我們在黑暗裡面看不到真正生命的意義、重點和目的。我哋無法掌握嗰個完美嘅知識，沒有辦法掌握完美的知識，亦都冇辦法獲得嗰個永生嘅確信，也無法獲得永生的確信。我哋睇第43章 slide，喺約翰福音嘅第3章第19節。約翰福音3章第19到21節，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待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呢個講到世界嗰個嘅黑暗，這就講到了世界的黑暗。其實咧好唔合常理嘅，光嚟到嘅時候點會黑暗唔會走嘅咧？那這其實看上去很不合常理，光來了為什麼黑暗不走？一開燈就會見到晒啲嘢㗎啦，那一開燈就會見到所有東西，黑暗就自然驅走啊。那黑暗就自然被驅走。但係呢啲人就係唔中意光，中意黑暗咯。但那些人不喜歡光，喜歡黑暗。圖畫就好似咧夜晚晚我哋一着眼燈，就很像在很晚的時候就開燈，見到呢隻曱甴咧就即係咩啊四散咁樣走開咗。然後就看到蟑螂就四散走開了。佢哋就唔中意光，中意黑暗。他們就不喜歡光，喜歡黑暗。有一次咧喺塊石底下邊，我一揭開嘅時候咧，好多怪嘅生物咧就喺度躝嚟躝去。然後就很像法利山揭開蓋子，就很多怪的生物就在那裡走來走去。所以作惡嘅就恨光，所以作惡的就恨光。佢唔嚟就光，因為怕咩啊？受責備。然後他們就很怕光，就怕受盡責備。但係咁樣，當我哋行喺真理裏邊嘅時候，當我們行在真理的時候，我哋嚟到就光，我們本來就光，我哋就靠住神而行。我們就要靠神而就行，好似雲柱火柱一樣，帶領嗰班以色列人一路咁行過呢40年嗰個曠野嘅生活。就很像雲柱火柱一樣，他們帶領着以色列人走過40年的曠野生活。上帝創造呢個世界原本係美好，上帝創造這個世界原本是美好的，但係因為罪嘅原因就污染咗呢個世界。但因為罪，世界被污染。因為罪嘅時候咧，人類就受到上帝嘅審判。因為罪，人類就受到上帝的審判。因為上帝係聖潔公義，因為神是聖潔公義的。因為罪人咧就被逐出嗰個光明之外。然後罪人就被逐出光明之外。上帝咧做個世界係善良嘅。上帝說這個世界是善良的。上帝做我哋人類咧都係有佢嘅形象。那做的人類呢，就是有他的形象的。但係因為罪嘅緣故，
那因為罪的緣故，人類同埋世界就陷入嗰個黑暗嗰裏邊。那人類和世界就走到黑暗裡面。世界冇辦法咧擺脱呢個黑暗嗰個嘅枷鎖，那世界沒有辦法擺脱黑暗的枷鎖。但係感恩主係有佢嘅救恩嘅計劃。那感恩主有他救恩的計劃。係嘛？講過啦，今個禮拜我哋門徒培訓就講上帝偉大嘅救恩。那今天這個星期的門徒培訓就講到上帝偉大的救恩。上帝嘅慈悲就差遣佢嘅獨生救主耶穌基督嚟到我哋當中。上帝的慈悲差遣他門徒耶穌就來到我們當中，道成肉身，好似我哋一樣咁長大。道成肉身，好像我們一樣這樣長大。喺冇犯罪嘅情況下，為我哋每一個人承擔咗個罪債。在沒有犯罪的情況下，為我們每一個人承擔了罪債。將我哋嘅無知啦、邪惡啦、死亡啦，喺中間將我哋審判裏邊解放出來。將我們從無知、邪惡、死亡與罪審判當中解放出來。其實咧，如果我哋冇耶穌，我哋對呢個世界認知係一無所知。如果我們沒有耶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是一無所知的。耶穌話佢咩？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啦。耶穌就說：我就是道路、真理、耶穌生命。啟示咗天堂嘅真理，讓我哋知道。耶穌啟示了天堂的真理，讓我哋知道可以靠住嘅，我哋可以同上帝復和，得到呢個永生。讓我們知道我們靠着上帝可以與他復活，讓我們得到永生。頭先我哋講過黑暗就係邪惡同埋苦難。那剛才我們講過，黑暗就是邪惡和苦難。耶穌就獻上佢自己嘅潔淨嘅生命，使到呢個世界更新同埋有和平。然後耶穌又借着他生命來到這個世界，更新並且有和平。跟住我哋知道呢個邪惡呢個黑暗呢個帶嚟呢個嘅罪嘅審判。那黑暗就帶來罪的審判。耶穌為咗我哋每一個流出佢嘅寶血。耶穌為了我們每一個流出他自己的寶佢血。承受咗上帝嗰個嘅懲罰，承受咗上帝嗰個憤怒，承受了上帝的懲罰和憤怒，讓我哋咧每一個人都可以見到呢個真光。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見到真光。佢將呢個永生嘅光照亮咗喺每一個靈性黑暗嘅人嘅黑暗嘅死暗嘅世界嘅裏邊。他將永生之光照亮在一個靈性黑暗且垂死的世界。我哋睇翻今日嘅經文啦，我睇第27章 slide，約翰福音嘅8章第12節。約翰福音8章12節，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頭先我講過喺住棚節嗰個婦女院嘅時候，佢哋會點燃咗4個好大嘅蠟燭。那在住棚節期間，聖殿復原裡，他會點燃4個大的蠟燭，去紀念呢嗰個雲柱火柱嗰個喺曠野嘅引導。紀念雲柱火柱在曠野的引導。記得上一次我講嗰個犯姦淫嘅婦女嗰段嘅經文嘅時候，那我上次在講到犯姦淫婦女的經文時，有人咧覺得佢唔應該擺喺嗰度嘅。有人他們說就不應該拜那個島的。所以如果我哋接翻上去嘅時候咧，如果喺約翰福音第7章嘅時候，那麼接回來在約翰福音第7章的時候，第37、38章38節嘅時候，那第7章37到38節耶的時候，穌都係好大聲咁宣告：那耶穌就很大聲的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嘅，如經上所記，信我的，如經上所記，從佢腹中必流出呢個活水江河來。從他腹中必流出活水江河。所以就係嗰個灑水嗰個儀式啦。所以就是灑水的儀式。跟住今次係講呢個光啦。那今天就講光。耶穌就起來大聲講：我就係世界嘅光。那耶穌就站起來大聲說：我如果你讀就是世界的光。英文聖經咧，佢話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那英文聖經就是 light of the world，即係所有整個世界。所有整個世界。The light 係一個冠詞。light 是一個冠詞，一個唯一咁嘅意思，就是一個唯一。我哋唯一信靠耶穌基督呢一個嘅位格，先至可以得到呢個嘅救恩。我們只要信靠耶穌基督這唯一的位格，才可以得到救恩。嗰啲火柱咧，其實係代表榮耀嘅同在，嗰個 Shekinah 嗰個glory。那這個榮耀就燈柱就代表榮耀同在，就是指 Shekinah glory。講到咧就係佢係喺個紅海嗰度擋住咗班羅馬嗰班埃及嘅士兵。那就是在紅海擋住了埃及的一些士兵，亦都帶領一班以色列民喺曠野裏邊40年。那其實也在帶領着以色列民在曠野4年。幾時起行，幾時安營？幾時起行，幾時安營？去邊個地方都係跟住呢個雲柱火柱。那去哪個地方都跟着雲柱火柱。所以唔單止保護佢哋啦，那不單只是保護他們，亦都係導引佢哋，也是導引他們。亦都叫佢帶佢哋到迦南呢個美地應許之地。那也是帶他們到迦南之地應許之地。當佢哋有呢個會幕嘅時候。但他們有會幕的時候，同樣呢個榮耀嘅同在都係喺個會幕裏邊。那榮耀的同在都在會幕當中，亦都喺呢個所羅門嗰個嘅聖殿裏邊。也在所羅門的聖殿，同一個嘅榮耀嘅同在，那就是一個榮耀的同在。今時今日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個心嘅裏面。那其實現在都是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當亦中，都喺我哋教會嘅裏面。也在我們教會當中。教會其實係好榮耀，因為有上帝嘅同在。教會是很榮耀的，因為有上帝的同在。但係我哋喺個黑暗裏邊嘅時候咧，我有時候睇唔到上帝嘅光。
那我們在黑暗的時候是看不到上帝的光。記得嗰個雲柱火柱係一樣嘢嚟㗎。那其實記得雲柱火柱是一個東西，白天嘅時候就係雲柱，白天叫雲柱，夜晚嘅時候就係火柱。夜晚叫火柱。其實呢個就好似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一個嘅真理咧。這就很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佢個日頭嘅時候咧，嗰個火係隱藏咗喺個雲柱嘅裏面。那其實白天的時候，那個火是隱藏在雲柱當喺夜中，晚嘅時候咧，先散出個光芒。那夜晚才會殺出光來。其實道成肉身嘅耶穌都係一樣。那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是一樣的。上個禮拜我哋講耶穌基督呢個位格，那上個禮拜講到耶穌基督的位格，佢100%嘅人，100%嘅上帝， 100%的人，100%的佢上帝，披戴咗人性，他披戴了人性，遮掩咗佢嗰個榮耀。遮掩了榮耀。記唔記得佢喺登山變像啊？然後還記得登山變相曾經嗎？咧將佢嘅榮耀咧顯露俾佢嗰班嘅門徒睇，那就將他榮耀顯現給了一般門徒看，就好似雲柱火柱一樣。就很像雲柱火柱一日樣。頭嘅時候睇唔到個火，白天看不到火，夜晚嘅時候先會見到個火。夜晚才見得到。弟兄姊妹，我哋住喺一個好黑暗嘅世界，弟兄姊妹，我們在一個很黑暗的世界，耶穌就站出嚟喺個黑暗世界上宣告：我就係世界嘅光，耶穌基督就在黑暗世界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係世界每一個人要需要嘅答案。我就是世界每個人需要的答案。約翰福音12章46節：我來到世界上乃是光，叫凡信我嘅不住在黑暗嘅裏面。約翰福音12章46節：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我哋要對光有個回應，我們對光要有回應，個光已經嚟咗，光已經來了，我哋要信。我們要信。當你信嘅時候，我就唔喺個黑暗嘅裏面，我們信，我們就不會在黑暗裏面。我哋出黑暗入光明，我們出黑暗入光明，由撒旦嘅權勢去到上帝嗰個嘅懷裏邊。撒旦權勢到上帝的懷裏。其實如果你讀約翰福音咧，約翰福音咧好多時都將摩西嘅故事啦，或者出埃及嘅故事連埋起上嚟。那如果我們讀約翰福音，就會知道，就是將摩西的故事和出埃及記的故事連在一起。冇幾耐之前6章嘅時候講到呢個嗎哪，那在第6章的時候講到嗎哪，耶穌就話咩啊？我就係天上嘅糧。我就是天上的糧。7章嘅時候講到呢個水， 7章講水，擊打磐石嘅時候流出嗰個嘅水。擊打磐石的時候流出的水。耶穌就話：你們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你們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呢個就係佢嗰個嘅應許。這就是他的應許。跟住第8章就講到嗰個雲柱火柱。第8章就講到雲柱火柱，雲柱火柱就唔單止保護嗰班以色列人，就不單只是保護以色列人，亦都係帶領住佢行過呢40年嘅曠野之路。也是帶領他走過這40年的曠野。其實我哋個人生都係一樣嘅，弟兄姊妹。那我們的人生其實都一樣。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係邪惡嘅、黑暗嘅。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是邪惡黑暗的。但係如果我哋跟住耶穌行嘅時候，那其實你們跟着耶穌行的時候，我哋一條路都係光明嘅路。我們的路是光明的路。光嚟到嘅時候冇黑暗，光來的時候沒有黑暗。我哋知道我哋嘅目的地就係天家，那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在天家，就好似40年嘅帶領一樣啦。就好像40年的帶領一樣，唔單止保護佢哋，不單是保護，起行安營都係帶領住佢哋。起行安營都是帶領着他弟們。兄姊妹，我哋嘅生活作息有冇跟住耶穌去走？我們的生活作息是否有跟着耶穌走，所以話咧，我哋仲係用自己嘅意思去做。還是我們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世？界嘅享樂，我哋咧都係去追求，世界的享樂我們都去追求，我哋唔去追求耶穌俾我哋嗰個真安慰，我們不去追求耶穌的真安慰呢？佢嘅豐盛嘅人生，豐盛的人生，嗰個喜樂滿足喜樂滿足，同埋嗰個平安。平安。耶穌話：我係世界嘅光，耶穌就說我是世界的光，佢係我哋每一個人需要嘅，那是我們每個人需要的，佢就係嗰位上帝，他就是那位上帝，佢就係嗰位有聖潔嘅上帝，他是那位有聖潔的上帝，佢就係嗰個位格三位一體嘅第二個嘅位格。他就是那個三位一體第二個的位格。我記得我講過啦，約翰福音咧有7個嘅 I am，那約翰福音我講過有7個 I am，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我 am，係自有永有嗰位上帝。我是自有永有那今日就係第位上帝。2次講到呢個自有永有，那這今天就是第2次講自嚟緊咧仲有有永有， 5次講到自己係乜嘢，自己係乜嘢。然後就5次講到自己是什麼，自己是佢今日什麼。話我係世界嘅光，然後今天又講到我是世界的光。而喺7個嘅裏邊咧，只有呢一個咧，唔單止耶穌有，那在7個裡面，不單是這個耶穌有，佢都將呢個光賜咗俾我哋。他就將這個光賜給我們。佢話我哋係咩？世界嘅光。我們是世界的光。呢個咧講到一個嘅應許。這就講到了一個應許耶。穌話我係世界嘅光，我是世界的光，我哋知道呢個應許。我就知道這個應許。通常咧人哋嘅應許咧有冇成唔成立，就睇嗰個人係邊個。應許有沒有成呢？就是看到這個人是誰。呢個應許係耶穌俾我哋。這應許是耶穌給我們。耶穌係神人二世嘅神子，亦都係人子。但耶穌是神人二性的神子，也是人子。喺馬太福音28章佢話：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給我了。那馬太福音28章講到，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耶穌俾我哋嗰個應許，
所以耶穌給我們的應許就係實實在在嘅應許，就是實實在在的應許。同人俾嘅應許唔可以相比。那同人給的應許是不能相比的。 Kevin 有時承諾咗啲嘢都未必做到出嚟啊，那有時候 Kevin 承諾的一些事情都做不出來，因為我始終都係人。因為我始終都是人。但係有天上地下所有權柄嘅耶穌嘅應許，那天上地下所有耶穌權柄的應許，就一定會成就。就一定可以成就。但係呢個應許一定有個條件要我哋去跟隨。那這個應許就肯定是有條件，我們要我跟隨的。哋跟隨佢嘅時候，佢就會去俾呢個世界嘅光我哋睇得見。我們跟隨的時候，他就會給世界的光，讓我們看得見。跟住帶出嚟就有兩個嘅應許。那帶出來就有兩個應許。首先就係嗰個跟從我嘅就不在黑暗裏走。那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當然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嗰班以色列民喺個雲柱火柱嘅帶領裏邊啦。就很像剛才以色列民在雲柱火柱的帶領裡面。但係黑暗其實講到我哋心靈嗰個無知。那黑暗指的是心靈上的無知。頭先講過啦，我哋冇嗰個知識。我們沒有那個知識，我哋唔可以分辨咩叫是，咩叫做非，不能分辨是非，就好似呢班猶太人一樣啦，就很像猶太人一樣，只可以憑嗰個外貌去判斷人。只能憑外貌判斷。佢哋都唔認識耶穌，亦都唔認識佢嘅父神。他們不認識耶穌，不認識父神，佢哋都唔曉得真理，不曉得真理。我哋讀落去嘅時候，32章嘅時候，你哋識得真理嘅時候，真理就叫你得自由。然後你們識得真理的時候，真理就讓你們得自由。跟住都佢哋唔知道自己係個罪嘅奴僕咯。然後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僕。今日經文就話耶穌話佢哋咩？你哋會死在罪惡過犯當中。然後今天的經文就講到你們會死在罪惡過犯之中。耶穌話我知道我喺邊度嚟，會去邊度。然後耶穌說：你們不知道我從哪裡來，我會去哪裡。但係呢班喺黑暗裏邊嘅人就唔知道自己喺邊度嚟，會去邊度。然後既然在黑暗裡面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自己去哪裡。下個禮拜呢度讀到咧，佢哋嘅父就係咩？魔鬼。下個禮拜就講到他們的父是魔鬼。所以黑暗裏邊嘅人就咩？唔知道自己行喺魔鬼所行嘅道路上高。那這些人他們就不知道自己在黑暗裡面是跟從魔鬼的道路。我哋唔從黑暗啦，我們不從黑暗，就得着生命嘅光。就得着生命的光。呢度咧講到係得咗一個同光連埋喺一齊咁嘅意思。那這就講到這是和光連在一起。呢度講到咧生命同光係相連嘅，就知道生命和光是相連的。光係發自生命，光發自生命，光又產生呢個生命。又產生生命。呢度如果你讀英文叫做 The Light， 那英文是 The Light，The one and only one， one and only one， 嗰個咁嘅光線這樣的光線能夠照亮我哋嗰個幽暗嘅世界，照亮我們幽暗的世界，讓我哋屬靈嘅眼睛得以打開。讓我們屬靈的眼睛得以打開。耶穌話：你跟隨我啦，耶穌說：你跟隨我，跟隨我就可以有呢個光，跟隨我就有這個光，有呢個光你就可以睇得見，有這個光你就能看見，有呢個光你就可以知得到。你有這個光就可以知道。相反嚟講，就好似嗰班法利賽人同埋嗰班猶太人一樣，那相反就很像那幫法利賽人、猶太人一樣，佢哋冇光，沒有光，佢哋睇唔見，看不見，佢哋唔知道，不知道，佢哋都冇跟隨耶穌走。沒有跟隨耶穌走。呢度講到我哋要跟隨耶穌走，所以我們就要跟隨耶穌走。其實我哋有冇再跟住耶穌走？所以我們有沒有跟隨耶穌呢？我哋嘅前景如何？我哋有冇信心？我們的前景如何？有沒有信心？我哋咧知道耶穌基督絕對唔會帶錯我哋行錯路。我們知道耶穌就絕對不會帶我們走錯路。我哋只有跟住佢，我哋先可以睇得清楚。我們只要跟着他，他才能看得清楚。我哋要將我哋嘅生命交喺耶穌嘅手上高。我們要將我們的生命交在耶穌手上。其實呢度就俾我睇到好美麗嘅圖畫，就係嗰個門徒嘅圖畫。所以這也就看到了美麗的門徒圖畫。呢個讓我哋咧知道，我哋首先要行同耶穌同行。所以我們要首先和耶穌同行，跟住咩啊？要順服喺佢嘅帶領嘅裏面，然後在幸福帶領當中，同埋咧日日都與主同行，日日與主同行，每日咧知道佢嘅心意係乜嘢，每天知道他的心意是什麼，完完全全降服喺佢嘅主權下邊。完完全全降服在他的主權下。我知道如果黑暗裏邊嘅人咧，其實係死嘅，黑暗裡面的人是死掉的，佢係死在過犯罪惡當中。死在過犯罪惡當中。只要光明嚟到嘅時候，先至可以消除呢個黑暗。光明來到的時候，才能消除黑暗。呢個講嘅光係咩啊？屬靈嘅光線，那光就是屬靈的光亦線，都係有生命嘅光線。也是有生命的光線，佢唔單止可以照亮我哋前面嘅路程，不單照亮前面的路程，佢都係俾我哋有能力去行出上帝嗰個心意。讓我們有能力行出上帝的心意。呢個講到讓我哋知道佢嘅美意點樣去行每一日嘅道路。就知道這個美意讓我們怎麼走每一天的道路。黑暗係俾我哋嗰個捆鎖住我哋，黑暗被我們捆鎖住我們，但我哋知道咧，耶穌基督就嚟釋放我哋。然後耶穌基督就來釋放我們。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點樣睇我哋嘅光線夠唔夠就知。然後我們看每個人的生命，就看每個人的光線夠不夠。我頭先講過啦，光線就係上帝，剛才講過，光線就是上帝，光線就代表佢嘅聖潔。光線代表他的聖潔。我哋睇下我哋裏邊有幾多嘅光線，那我們看我們當中有多少聖我潔，哋當中有幾多嘅聖潔。
光中有多少的聖潔，我哋當中我哋嘅生命有幾多嘅增長。我們的生命有多少增長。光線嚟到嘅時候就顯明一切嘅黑暗，光線來到，顯明一切黑暗，黑暗係逃避嗰個審判嘅，黑暗被逃避審判。但係光線就俾我哋有能力啦、有供應啦，同埋成全我哋嘅生命。那光線就能供應、推動、成全我們生命的能力。主就係嗰個生命嘅光，主就是那位生命的光。我哋咧要喺佢面前去承認我哋嘅罪。我們要在他的面前承認我們的罪。我睇翻第44章啦，喺約翰一書嘅1章8到唔係第7節。約翰一書1章第8、第7節，我們若說自己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Kevin 特別將呢樣嘢調轉咗嘅，然後我特別將這個調轉過來，第8節讀完先讀第7節嘅。然後先讀第8節，再讀第7節。大家嘗試將個真理個字變咗個光字。然後大家嘗試把真理變成光。我哋讓自己係無罪，便是自欺，光不在我們心裏邊。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光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與彼此相交。神他嘅兒子嘅血就洗淨我哋一切嘅罪。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所以光明就讓我哋知道咗我哋嗰個嘅罪。那光明就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罪，一啲好隱密嘅罪，就一些很隱蔽有啲的罪，人唔知嘅罪。人不知道的罪。另外，光明都讓我哋知道上帝嗰個嘅榮美。那光明就讓我們知道上帝的榮美。哥林多後書4章6節。哥林多後書4章6節，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那耶穌基督的面上。如果我哋睇唔到光嘅時候，如果我們看不到光，我哋學唔到上帝嗰個光嘅榮耀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高。我們在耶穌基督身上學不到光的榮耀。但係因為呢個世界係黑暗，這個世界是黑暗的。我哋要行喺呢個世界上高嘅時候，我哋要有燈光。我們走在世界上要有燈光，我哋要跟實佢行。我們要跟緊。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喺詩篇第119篇。那很熟悉的詩篇第119篇105節，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講到呢個就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講到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唔會好遠嘅，這不是很遠的，係一步一步咁樣帶領住我哋，是一步一步的帶領，好似雲柱火柱一樣，就很像雲柱火柱。我哋好似班以色列民一樣，我們就很像那班我以色列民。哋喺日常嘅生活裏邊，我哋咩緊緊跟住主去行。然後在日常生活裡面緊緊跟着主行。我哋知道佢係會咩與我哋同在咯，然後他會與我們同在，會保護我哋，會指引我哋。會保護指引我們。呢個就係雲柱火柱嘅功用。這是雲柱火柱耶的功能。穌基督就係嗰個世界嘅光，耶穌基督就是世界的佢光。都係會同我哋同在，以馬內利嘅主。他會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的主。佢會保護我哋脱離呢個黑暗嘅世界嘅引誘，他會保護我們脫離黑暗世界的引誘，亦都帶領我哋走入呢個光明嘅天地嘅裏邊。然後會帶領我們走入光明的天地當點中。為之跟隨上帝咧？為什麼叫跟隨上跟隨帝呢？耶穌係咩意思？那跟隨耶穌什麼意思呢？有5個嘅向度。有5個限度。首先就好似一個我哋叫做嗰個士兵去聽嗰個指揮官所講。就很像士兵聽指揮官所講。耶穌基督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指揮官。耶穌基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指揮官。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就係佢嘅士兵。每一個基督徒就是他的士兵。呢個又好似一個長官同埋一個士兵嘅關係。就很像長官和士兵的關係。另外又好似一個奴僕同佢一個主人嘅關係。或者很像奴僕和主人的關係。我哋服侍完佢之後咩？我哋帶住喜樂嘅。我們服侍完他之後就會帶着喜樂。我哋係應該去服侍我哋嗰位嘅主人。我們應該服侍那位主人。第3方面嘅向度就好似我哋一個顧問。然後我們就很像個顧問。我哋有問題嘅時候，我哋有冇常常去揾耶穌？我們有問題會不會常常找耶穌？成日咧，我哋靠咗自己嗰個嘅意思去做。我們整天按自己的意思做。第4嗰個跟隨就好似一個守法咁嘅意思。那跟隨就很像守法一樣。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屬天嘅子民。我們每個人都是屬天的子我民。哋係天國嘅子民嘅時候，我哋要守天國嘅律法。那在天國的子民時候要守天國的律法。讓天國嘅律法咧幫助我哋去行喺佢嘅裏邊。那天國的律法就幫助我們行在他當中。最後好似一個學生同先生嘅關係。就最後很像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我哋跟隨佢嘅時候，我哋要聽老師講。我們跟隨他的時候要聽老師講。我哋明白佢教俾我哋嘅每一句嘅説話。我們要明白他教給我們的每句話。讓我哋睇清楚前面嘅路。讓我們看清楚前面的路。我哋去跟隨佢。讓我們跟隨他。聖經話咩啊？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在他毫無黑暗。我哋跟隨佢嘅時候，唔單止我哋腳步要跟隨佢。我們跟隨的時候，不單是腳步要跟隨，我哋身心靈都要跟隨。我們的身心靈都要跟隨。完完全全順服喺佢嘅帶領嘅裏面。
完完全全順服在他的帶領當最中。近我哋啲弟兄姊妹都有去行山，係咪？最近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有爬山？我知道咧，爬山係一個好健康嘅活動，這是很健康的活動。但係咧，我哋一定有咩？有地圖啦，係咪？我們一定要有地圖，如果咧有一個響度咧，曾經行過咧，就更加好。有一個響度，然後曾經走過就更好。其實我哋都係一樣，我哋走呢個世界嘅路程都係一樣。我們走世界的路程都是一樣的。耶穌基督就係嗰個響度，耶穌基督就是那個響度，佢知道晒所有嘅路線，他知道所有的路線，佢亦都有個藍圖。他有一個藍圖，佢呢個藍圖就係我哋生命嘅藍圖。就是生命的藍圖。佢呢係康然咁帶領我哋行過我哋嘅生命，他帶領我們走過所有的生命，完成我哋嘅使命嘅時候，就翻去見主嘅面。完成使命的時候就帶我們回到見主當。有一個神學家係咁樣講，有個神學家這樣說：話跟隨基督跟隨基督就係要全心全意嘅將自己獻俾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將自己獻給他。唯有佢係作我哋嘅唯一嘅主同埋救主。他作為我們唯一的主和救主，喺教義同埋實踐每一件事上高都係跟隨佢。在教義和實踐的每一件事上都順服他。我哋知道救恩係白白嘅賜俾我哋，救恩是白白的賜給我們，但係當我哋要跟隨耶穌嘅時候，當我們要跟隨耶穌的我哋時候，就付好重嘅代價。我們要付很重的代價。當我哋見到粒寶貴珍珠嘅時候，我們見到那個寶貴珍珠的時候，我哋會變賣一切咩去買呢粒珍珠。然後變在一起，然後去買珍珠。當我哋知道寶藏就喺個地裏邊嘅時候，然後寶藏在地裡面的時候，我哋會變賣所有嘅家財咧去掘呢個寶藏。我們會變賣所有的家產去挖那個寶藏。弟兄姊妹，我哋跟隨耶穌係要付代價。所以，我們跟隨耶穌是要付代價的。所有7個 I am 咧都冇咩係同我哋有，即係唔係冇咩同我哋有關係，應該咁講。那7個 I am 其實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耶穌話佢係活水，耶穌說他是活水。耶穌話佢係門，耶穌說他是門。耶穌話佢係好牧人，他是好牧人。耶穌話佢係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但係呢個耶穌話光呢件事就同我哋好有關係。耶穌講到光就同我們很有關係。佢唔單止咧俾個光我哋，他不單只是給光我們，唔單止咧引我哋出呢個黑暗進入光明，不單只是引人出黑暗進我光明，哋都令到我哋成為世界嘅光。也能夠令到我們成為世界的光。用呢個光咧唔單止照亮我哋，都照亮我哋身邊嘅人。那不單這個光照亮我們，也照亮身邊的人。我哋睇翻第45張 slide，45張 slide，馬太福音嘅第5章係咁講。馬太福音5章14到16節，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耶穌話咩啊？你哋係世上嘅光。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耶穌嘅光照落嚟嘅時候，耶穌的光照下來的時候，我哋就好似個反射嘅鏡一樣。我們就很像反射的鏡子一樣。我哋將呢個光反射出去。我們將光反射出去。因為講到呢個光咧，唔係擺喺斗底下，這光不放在斗底下，要放喺燈台上高，擺在燈台上，要照亮一家嘅人。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喺我哋嘅職場？我們有沒有在職場、喺我哋嘅教會、教會、喺我哋嘅學校、學校、喺我哋嘅家庭，家庭成為呢個燈台？成為燈台？人哋睇唔睇到耶穌嘅光喺我哋身上高？人家能不能看到耶穌的光在我們的身上？耶穌基督話：你哋嘅光也當照在人嘅面前。然後耶穌說：你們的光也當照在人的面前，叫人睇到咩啊？你嘅好行為，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你為。有冇好行為咧？有沒有好行為？好多時候我哋同人傳福音嘅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同人傳福音，佢哋唔信都係因為一啲基督徒一啲唔好嘅行為。他們不信可能都是因為一些基督徒不好的行為。但係我成日都有個解釋俾佢哋聽。那我整日都解釋給他們聽。如果一個人演奏貝多芬嗰首協奏曲嘅時候，然後如果有人演奏貝多芬那個協奏曲的時候，佢彈得唔好嘅時候，然後彈得不好，咁你係鬧嗰個人咧，定係鬧貝多芬咧？然後是拿那個人還是拿貝多芬呢？其實我哋基督徒如果有唔好嘅見證嘅時候，所以我們基督徒有不好的見證的時候，其實係我哋嘅問題，其實是我們的問題，唔係上帝嘅問題。不是上帝的問題。但係如果我哋有光嘅時候，所以我們有光的時候，我哋可以反射呢個光嘅時候，反射這個光的時候，唔單止我哋自己有益處，不單只是我們自己有益處，我哋身邊嘅親朋戚友都有益處，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都有益處，我哋所接觸嘅人都會感受呢個光。我們身邊接觸人都能感受到光。我哋睇翻第41張 slide，第41張 slide，我哋需要問我哋自己一條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係咪喺黑暗裏邊行走緊？你是不是在黑暗當中行走呢？我頭先講到啦，好多基督徒咧都喺個黑暗嘅裏邊，我剛才說很多基督徒都在黑暗裡面，佢哋冇一個好嘅見證，他沒有好的見證，佢哋會接受呢個世界嘅價值觀，他們會接受世界的價值觀，佢哋咧會睇呢個世界嘅優先次序，他們會看世界的優先秩世界序，人所追嘅夢想佢哋都會去追，
然後世界人追的夢想，他們也會追，佢哋都會接受呢個世界俾佢哋嘅要求。接受世界給我們的要求。感恩我哋當中有啲年青人，感恩我們當中有些年輕人。我唔知你喺個群體裏邊，你會唔會突出自己就係基督徒嘅身份？我不知道你們在這個群體有沒有踏出自己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你有冇成為世上高嘅光？有沒有成為世上的光？點解話咧？你會同茅合烏一樣？還是說你同娃娃一樣呢？佢嘅細嗰啲年青人所嚮往嗰啲罪惡嘅生活，嗰啲習慣，你都會去嚮往。那年輕人喜歡的一些罪惡的一些場景，你都會喜歡。佢哋高舉嗰啲感官好刺激嘅暴力嘅音樂，你係咪去追住咧？他們有沒有追逐那些世界上很感官很刺激的東西？嗰啲電子媒體啊，嗰啲遊戲機，你有冇吸引咗你？那些電子媒體和電子遊戲機有沒有吸引你？甚或咧已經喺個罪惡佢裏邊涉合嗰啲酒啊、毒品啊。或者在那些罪惡、酒精或毒品當中，耶穌話：你跟隨我。耶穌說你跟隨我。佢今日就同你講：你跟隨我。今天就說你跟隨我，就唔喺黑暗裏邊走，就不在黑暗裏走。其實我哋呢度當中每一個家長都應該引以為戒。所以每個家長都應引以為戒。當我哋教養孩子嘅時候，當教育孩子的時候，我哋要叫佢追求嘅係乜嘢？要追求的是什麼呢？我哋要讓佢喺呢個黑暗世界裏面行走嘅時候，唔係跟住呢個世界走。那在黑暗世界當中行走，就不再行走在罪當中，唔係行喺呢個罪惡嘅世界當中，不走在罪惡世界當中。單單係透過佢同耶穌基督嗰個關係，單單就是靠他和耶穌基督的關係，一個門徒嘅關係，在門徒的關係，佢係行出來。然後行出來。我當中好多成年人，當中有很多成年人，其實喺度都過咗一段嘅生活嘅日子。只過了一段生活的日子。我哋嘅優先次序會點擺？我們的優先秩序會怎麼係辦？咪我哋嘅抱負時間或者係金錢行先？我們的抱負、金錢、時間先呢？我哋每日所做嘅習慣，我們每日所做的習慣，每日所做嘅事，每日所做的事，係反映出我哋係一個光明之子。反映出我們的光明之子，點解我哋係有呢個世界嘅標準？還是說我們用的世界的標準？我哋有冇陷入一個我哋嘅物質主義裏邊？我們是否有陷入物質主義有當中？冇呢個自我主義啦？呢個感官主義嘅裏面，自我主義、感官主義裡面，我哋咪追求一啲黑暗嘅東西？我們有沒有追求黑暗的東西？當夜闌人靜嘅時候，那用人證時候，得你一個，只有得一個，你係做緊啲乜嘢？那你做什麼呢？其實呢個就係黑暗嘅世界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引誘。這就是黑暗世界給我們的巨大引誘。唔單止係年青人，唔單止係成年人，不單是年輕人、成年人，其實我哋每一個牧者啦，甚至教會都係一樣。每個牧者甚至教會都一樣。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去悔改。所以我們要一起悔改。我哋有冇啲黑暗面喺裏邊？我哋唔清楚，我們有在黑暗裡面，我們沒有清楚，或者我哋已經清楚咗啦，但我哋唔願意去放棄。或者我們清楚但不願意放棄。我哋每一個或大或小都咩啊，都要悔改。所以我們每一個或大或小都要悔改。我哋要從我哋一個講壇開始，我們的講壇開始，喺教會每個弟兄姊妹，教會的每個弟兄姊妹，我哋一起背起主耶穌嘅十字架，我們一起背着耶穌的十字架，跟隨耶穌行，跟隨耶穌行，摒棄呢個黑暗，摒棄黑暗，摒棄呢個世界俾我哋嘅價值觀，摒棄世界價值我哋觀，活出一個分別為聖嘅生活。活出分別為聖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哋得救唔需要做啲任何嘢，我們得救，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單單上帝俾我哋一個嘅禮物。單單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當耶穌用英文講 I am 嘅時候，當耶穌用英文講 I am 的時候，英文就會話你 they will。然後英文就會講 they you 你們。我哋阿門耶穌嘅 I am，我們的阿門耶穌的 I am，我哋跟住佢行嘅時候，我們跟着他走的時候，佢就會俾我哋願意 they will。然後跟着他走，然後我們才願意。等於我哋願唔願意接受呢個光線？我們願唔願意接受這個光線？從今日開始，我哋摒棄黑暗去跟隨佢。然後今天開始，我們摒棄黑暗去追隨。我哋透過佢嘅話語，我們透過他的話語，透過聖靈嘅感動，透過聖靈的感動，常常去跟住佢行，常常跟着他走，走出黑暗，步入光明。走出黑暗，步入光明。耶穌話：我就係世界嘅光。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你哋就係咩？世上嘅光。你們是世上的光。當耶穌嘅光照喺我哋生命嘅時候，當耶穌光照在我們生命中的時我哋有候，冇將佢完完全全咁樣反映出去？我們有沒有完完全全這樣子反映出去？因為咧，我哋可以去黑洞一樣，還是我們說在黑洞一樣，將個光線吸咗入嚟嘅時候，然後再將光線吸進來，就冇反射翻出去。就沒有反射出去？弟兄姊妹，呢個世界已經好黑暗，弟兄姊妹，這個世界很黑暗了。我哋有冇好似世上嘅明燈一樣？我們有沒有像世界上的明燈一樣？燈唔單止讓我哋睇到前面嘅路，不單可以讓我們看到前面的路，燈亦都係讓我咩啊？睇到我哋自己嘅不配。然後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不配。燈亦都係讓我哋感受到嗰個溫暖，燈也讓我們感受到溫暖，感受到主嘅同在。感受到主的同在。喺接下來嘅經文，我哋睇到咩呢？
那接下來經文我們能看到什麼我呢？睇到兩班人嗰個嘅反應。就看到兩班人的反應。耶穌話：我係世上嘅光。耶穌說：我是世上的其光。實嗰班法利賽人、宗教人士就咩啊？就喺個黑暗嘅裏邊。那些法利賽人、宗教人士就在黑暗裡面，佢唔單止喺黑暗嘅裏邊，不單是在黑暗裡面，佢哋都係喺個無知同埋驕傲嘅裏面。在無知和驕傲裡面，佢哋對事實係無知，他們對事實是無知佢哋的，都拒絕屈服喺嗰個事實嘅裏面。拒絕屈服在事實當中。佢哋個自尊咧，自尊心就係好強，他們的自尊心很強，佢唔願意調整去迎合耶穌所講。不願意調整迎合耶穌所講。我哋睇第44張 slide。第詩篇sorry 講錯咗。我哋睇第27張 slide，27唔好意思。我哋第8章嘅第3節。約翰福音8章13節，法利賽人對他說：你是為自己做見證，你的見證不真。第14節。第14節，耶穌說：我雖然為自己做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耶穌話：我係世界嘅光。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法利賽人聽到之後話：你自己講嘅啫。法利賽人就說：你是自己說的，你自己講嘅見證冇效嘅。你自己的見證沒效。佢哋睇到耶穌只不過係一個人，他們看到耶穌基督只不過是一個人。因為根據摩西嘅律法，那根據摩西的律法，一定要有2個以上嘅見證人先可以作準。那有2個以上的見證人才可以作準。所以佢就話：你自己做見證咧，唔係真嘅。所以就說你自己做見證當然不真。但係佢完全都唔知耶穌基督嗰個身份。他們不知道耶穌基督的身份。其實光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光就可以為自己做見證。光來到世界上就是為自己做見證。呢個就係光嗰個本質。就是光的本質。當着燈嘅時候，就一定會睇得好清楚。那開燈就看得很清楚。我哋唔需要證明呢度有光，我們不需要證明這裡有因為光，我哋能夠睇見就已經話俾佢聽有光。人一看見就聽見就有光。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光。耶穌基督就是那個光。所以同埋耶穌話：我唔單止係得我一個人講。所以耶穌就說：我不單只是我一個人講。一個講落去嘅時候咧，話父神都為我做見證。那一個人講的時候，父神都為我做見跟住耶證。穌回答嘅時候就好特別啦。那耶穌的回答就很特佢別。話：雖然我係為咗自己做見證，雖然我有唯一有自己做見但證，我嘅見證係真嘅，但我見證是真的，因為我知道我喺邊度嚟，要去邊度。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裡來，要去哪裡。你哋就唔知道你哋從邊度嚟去邊度。但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裡來，我去耶哪裡。穌好似帶佢哋遊花園一樣。就好像有法一樣。耶穌話：其實我嘅見證係有資格，我的見證是有資格的，因為我知道我喺邊度嚟，會去邊度。那我知道我從哪裡來，去哪裡。我哋知道耶穌就喺天上高嚟嘅，那我們現在知道耶穌從天上來，佢就係嗰個真光。他就是那個真光。真光照喺人面前嘅時候，唔需要任何嘅見證。那真光照在人面前，不需要任何見證。光就係自己去證明自己一個嘅物質。光就是自己證明自己的一個物耶穌質。話：我嚟嘅地方我好清楚。耶穌說：我來的地方我很清楚。佢呢個知道係一個好強烈嘅語氣，那知道是一個很強烈的語氣，係冇任何疑惑嘅。沒有任何疑惑的。佢知道佢自己喺邊度嚟，要去邊度。他知道他自己從哪裡來，要去哪裡。佢喺天上高嚟，他從天上來，成為人嘅樣式，成為人的樣式，死喺十字架上高埋葬復活，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復活，跟住會升天去返父神嗰度。升天回到父神那裡。講到佢同上帝嗰個好親密嘅關係，就講到和上帝親密的關係。其實呢個耶穌講緊佢就係嗰位嘅彌賽亞，耶穌就說他就是那位彌賽亞，佢嘅本質就係嗰位上帝。那本質就是那位上帝。呢班人就係拒絕光，那班人拒絕光，佢哋喺黑暗嘅裏邊。他們在黑暗當中。其實咧有咩情況就係光嚟到嘅時候睇唔到嘢咧？那什麼情況下呢？光來的時候看不到東西呢就？係佢哋個眼睛係盲嘅，那眼睛就是盲的時就係候，佢嘅屬靈嗰個瞎眼裏邊，屬於您的瞎眼當中，佢哋完全睇唔到耶穌嗰個嘅聖潔公義。完全看不見耶穌屬靈的聖潔和公義。弟兄姊妹，我哋知唔知道我哋嘅光景？我們知不知道我們的光景啊？我哋而家嘅生活係點樣？我們的生活如何？會唔會我哋都在一個黑暗嘅裏面？會不會都在黑暗當中？我哋知唔知上帝俾我哋喺生命上高嗰個路線係點樣？我們是否知道上帝給我們在生命中的路線？耶穌好清楚自己嘅使命，耶穌知道自己的使命，佢知道我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他知道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但係呢班法利賽人就唔知道，但那幫法利賽人就不知道，佢唔知道自己就喺個黑暗嘅裏面，他們不知道自己在黑暗當中佢，都唔知道將來自己要去地獄呢個地方。他們將來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地獄。佢哋以為自己知道法律。他們以為自己知道法律。我哋上個禮拜睇佢審嗰個行奸淫嘅婦人係咪？上個星期我們知道行奸淫的婦人，佢哋知道咧，按住呢個律法咧，要用石頭打死佢，那按律法就要用石頭打死他。所以佢咧好似有呢個律法嘅光。
就有律法的光。跟住當耶穌喺地下寫字嘅時候，耶穌寫字的時候，佢哋由大到細一個一個咁離開。然後從大到小一個個這樣子離開。佢哋本身嗰個良知又話俾佢聽，佢哋自己都有罪，然後他們良知都告訴他們自己有罪，所以佢喺律法上高佢有個光線，所以在律法上是有光線的，喺個良知上高佢都好似有個光線，在良知上也有光線，但係佢喺生命上高就冇呢個光線。但在生命裡面就沒有這個光線。點解佢哋睇唔到咧？為什麼看不到呢？因為佢哋睇唔到耶穌嗰個嘅事實咧。為什麼看不到耶穌的事實呢因？為佢就睇耶穌就只不過係一個人啦。因為他看耶穌只不過就看一個人。我哋睇下一張 slide，第28張 slide，約翰福音嘅8章第15節。約翰福音8章15節，你們是以外貌判斷人，我卻不判斷人。外貌原文係咩啊？肉身。外貌的原文是肉身。耶穌話佢哋嘅判斷係好膚淺、好表面，那他們的判斷是很膚淺、表面的，係冇根據嗰個事實或者嗰個知識，並沒有根據事實知識，或者冇掌握過全部嗰個事實嘅真相。或者沒有掌握全部的事實真相。耶穌就喺佢面前就好似嗰個人一樣，耶穌在他們的面前就很像人一樣，從來都唔係嗰個神子，從來不是神子，佢按住自己嘅標準去判斷，按着自己的標準去佢判斷。就話呢個佢就係為咗一個人自己做見證係唔啱。所以他們就說一個人做見證就不對。其實耶穌基督嚟到嘅時候，佢唔係為咗審判呢個世界，耶穌就來到時候不是為了審判這個耶世界，穌係為咗拯救呢個世界。而是拯救世界。但係我哋每一個世人對耶穌個決定嘅時候，就其實已經審判咗我哋，那世人對耶穌的決定，其實就是已經審判了我們，拯救我們，審判咗我哋。審判了我們。耶穌基督第一次嚟嘅時候係一個救主嘅身份，耶穌就第一次來就是以救主的佢再身份，嚟嘅時候就係咩啊？就係一個君王嗰個審判者嘅身份。再來的時候就是以君王、以審判者的身份。跟住我哋有冇時候好似班法利賽人一樣？那我們有沒有像那幫法利賽人一樣，好似咧，我哋單單憑外表去睇人，單單憑外表去看人，我哋咧睇唔到佢屬靈嗰個嘅生命。看不到屬靈的生命？有時咧，我哋會論斷人。有的時候我們會論斷人，聖經話我哋點樣論斷人嘅時候，也會被人咁樣去論斷。那我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人論斷。呢班法利賽人就係批判緊耶穌。那這幫法利賽人就在批判耶穌。耶穌話其實耶穌話我唔論斷人，其實佢都有論斷。然後耶穌就說我不論斷人，他們都論斷。因為第16節嘅話我就判斷人，第16節就說我來判斷人，但佢嘅判斷係真嘅。但判斷是真的。法利賽人嘅判斷同耶穌嘅判斷有咩唔同？那法利賽人的判斷和耶穌的判斷有什麼不同？耶穌嘅判斷就係冇嗰個譴責性喺裏邊，那耶穌的判斷就沒有譴責性在法利當中。賽人嗰個判斷就係嗰個譴責喺裏邊。那法利賽人的判斷是譴責的。耶穌話我嚟到世界係拯救你哋，我來到世界拯救你們，我唔係咧去審判你哋。不是審判你們。呢個係第一次，這是第一次救恩嚟到嘅時候，救恩來到的時候我哋就有機會去選擇。就有機會選擇。當我哋接受佢嘅時候，當我們接受他的時候我哋，就走向光明，就走向了光我明，哋就唔會翻返去黑暗嘅裏邊。我們就不會回到黑但好暗。似呢班法利賽人拒絕佢嘅時候，但法利賽人拒絕他的時候其實，已經決定咗佢嗰個命運，就決定了他們的命運，永遠喺地獄裏邊嗰個嘅刑罰。就在永遠地獄裡面的刑罰。我哋睇16節啊，第16節。約翰福音8章16節，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裡，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呢度講到法利賽人話你得一個人做見證，那這裡就講到法利賽，你一個耶人做見穌就話證，唔單止一個人，不單止一個人，我嘅父與我同在，我的父與我同在，佢亦都係差我嚟嗰個。他也是差我來那個。耶穌話我嘅判斷係真嘅，耶穌說我的判斷是真係的，真實嘅。是真實的。我唔係獨自喺呢度，因為差我哋嘅父與我同在。我不是獨自在這裡，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其實呢度講到佢就係嗰位上帝，然後這裡就講他就是那位上因為帝，父差佢嚟啊嘛，是父差他來的即，係佢同父係同埋一齊嘅啦，他是和父同在一起父的，先可以差佢嚟到呢個世界上高。父才可以差他來在世同埋佢唔界上。單止自己一個，不單是自己一個，你做任何事都係父與我同在。那做任何事都是父與我同在凡，事佢仰望佢，仰望上帝父對佢嘅引導。然後凡事都仰望他引導。佢做父叫佢講嘅，佢先講；父神講他才講，父叫佢做嘅，佢先去做。父叫他做的他才做。所以你講到佢嘅判斷係真。所以這個判斷是真的。之前話要兩個人做見證，之前講到有兩個人做見第證， 17節佢話你哋嘅律法呢度。然後第17節就講到你們的律法上也記着說，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呢度講到佢哋喺個摩西嘅律法嗰度嗰個教導係咁樣。然後這裡就講到在摩西的律法中的教導是這樣子。喺法庭上高要有兩個嘅見證人先至得，然後在法庭上有兩個見證人才可以，兩個人就可以作真。兩個人就可以做準。大家做見證嘅係兩個嘅神，然後大家做見證是兩個神，父神同埋聖子耶穌都可以做見證，父神和聖子耶穌都可以做見證，所以佢嘅見證係真。
所以這個見證是真的。我哋睇下一章啦，第18節。然後約翰福音章18節，我是為自己做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做見證。因為講到佢哋父同埋佢同做見證，然後就講到父同他做見證，所以喺律法上佢都符合咗佢哋嘅要求。在律法上也符合了要求。唔單止耶穌做見證，不單是耶穌做見父證，與佢同在，父都係見證佢。父與他同在都是見證他。記唔記得之前喺第5章嘅時候，耶穌講過佢有好多嘅見證人。然後在第5章的時候，還記得耶穌就講了多少個見證佢人？唔單止自己做見證，不單是自己做見證，有施洗約翰為佢做見證，有施洗約翰做見證，佢所行嘅神蹟都為佢做見證，所行的神蹟也為他做見所證，有舊約嘅先知嘅預言都為佢做見證。所有先知的預言都為他做見證。更重要就係咩？父神都為佢做見證。那更重要的是父神都與他做實見證。際上高當佢受洗嘅時候，天開了，那在受洗的時候，天開了，父神喺天上高講：這是我嘅愛子，我所喜悅。然後他們就說這是父子愛所喜悅的。喺登山變像嘅時候，在登山變像的時候，父都話你哋要聽他，父都說你們要聽所以實他。際上高佢就係為佢做見證。那實際上是父神為他做見證。第19節，然後約翰福音8章19節，他們就問他說：你的父在哪裡？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佢哋嘅根本問題喺邊度呢？那根本的問題在哪裡？講到佢哋根本唔認識上帝。根本不認識上帝。佢唔係問佢父係邊個，他也不是問他父是誰。佢話你個父喺邊一度？那父在哪裡呢？佢哋咧可能諗起佢喺在世嗰個父親約瑟，那就可能想起在世的父親約瑟。可能當時咧約瑟已經唔喺呢個世界上高，當時約瑟可能已經過世。咁佢就話你嘅父親喺邊一度？那父親在哪裡呢？但係耶穌基督個父神就係喺嗰位天父，那耶穌的父神就是那位天父佢，就係道成肉身嗰位嘅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佢就係父懷裏嘅獨生子。父懷裡的獨生子，只有子係認識父，只有子來認識父，父亦都認識子，父也認識子，佢哋就好似嘲笑耶穌一樣咯。就很像嘲笑耶穌一樣。啊，你個父親喺邊度呢？你的父親在哪裡呢？另一個説法就係話，當時有個傳聞嘅，那當時另一個說法就是傳聞。佢嘅母親咧就係未結婚嘅時候就有咗耶穌。那母親沒有結婚的時候就有耶穌，有人咧講到耶穌咧其實係一個羅馬兵丁咧同瑪利亞所生嘅，那就是一個羅馬兵丁和瑪利亞所生的，所以佢就喺度嘲笑耶穌。所以就在嘲笑耶穌。但係耶穌就點樣回答佢？那耶穌怎麼回答呢你？哋唔認識我，你們不認識我，亦都唔認識父。也不認識父。如果你認識我嘅時候，如果你認識我的時候就可，以認識父。就可以認識父。弟兄姊妹話我哋愛主，弟兄姊妹，我們說我們愛主，我哋認唔認識耶穌？我們認不認識耶穌？上個禮拜我哋教咗耶穌嗰個神人二性，那上個禮拜我們講到耶穌就是神我哋係咪人二性，真係明白晒呢？我們有沒有全部明白其實？真係冇辦法明白晒。這是沒有辦法的。人嘅頭腦真係好有限，人的頭腦很有限，完完全全嘅神，完完全全的神，完完全全嘅神。完完全全的神。但係聖經就讓我哋睇到父神嗰方面。然後聖經就讓我們看到父神的那一當我哋方面。認識耶穌嘅時候，當我們認識耶穌我哋就的時候，認識父神；我們就認識父神我。哋遵守耶穌嘅誡命嘅時候，遵守耶穌的誡命我就時，遵守上帝嘅誡命。就遵守上帝的誡命。所以呢度好緊要一樣嘢，所以很重要的是嗰，班法利賽人就咩？係嗰班宗教領袖，那幫法利賽人和宗教領袖，佢表面上高係知道上帝嘅，表面上知道上帝，佢哋咧係帶領人咧去跟隨佢。帶領人跟隨他們。但係已經知道呢個就係宗教。那這就是宗教。其實每次 Kevin 講到都戰戰兢兢，每次 Calvin 講到都戰戰兢驚兢，自己講錯嘢。怕自己講錯。我唔想帶大家行錯條路。我不想帶大家走錯路。我哋要認識嗰位聖經所講嘅耶穌，我們認識那位聖經所講的耶我哋要穌，認識聖經所講嗰個上帝。我們要認識聖經所講的好那個上帝。重要嘅，我哋要對佢有個知識先。那很重要的是要有知識，個 term 就係 in him、through him 同埋 by him。然後就是 in him, through him and by him。我哋知道上帝係會與佢同在。我們知道上帝會與他同在，我哋唔好淨係口裏邊話我哋認識上帝，但我們不要只在口裡面說我們認識上帝，其實我哋係唔係完全認識，那我們不是完全認識，所以都挑戰大家。所以就挑戰大家。門徒培訓好似有啲好 basic 嘅東西，門徒培訓看上去很基礎，但係如果我哋讀落去嘅時候，發覺原來自己真係唔知好多。然後讀下去，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我哋以知道多少。為自己認識上帝，我們認為自己認識上帝，但可能呢個係我哋想象中嗰個嘅上帝，可能是想象中認識的上唔帝，係聖經所講嘅上帝。不是聖經所講就的，好似呢班法利賽人一樣咯。就很像法利賽耶人一樣。穌話咩？你根本唔認識我，你根本不認識我，你根本唔認識上帝。你根本不認識上帝我。哋每個禮拜坐喺度去敬拜上帝，我們每個禮拜坐在這裡敬拜上帝究，竟我哋係敬拜我哋自己想象出嚟嗰個嘅上帝咧，我們是敬拜自己想象出來那個上帝你話呢，真係聖經所講啟示俾我哋嗰位嘅上帝？還是聖經所講啟示給我們的上帝？我哋到第20節啊，約翰福音8章20節，
這些話是耶穌在店裡的庫房教訓人時所說的，也沒有人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庫房咧就喺嗰個女院嘅裏面，那庫房就是在那個婦女院裡面，圍住邊度咧有13個好似奉獻箱嘅東西，圍着有13個很像奉獻箱的東西，個形狀咧就好似一隻我哋叫做吹號嗰個號一樣，那形狀就很像號角一樣，即係一邊咧係闊，一邊係窄嘅，然後一邊寬一邊窄，所以啲錢掉咗落去嘅時候咧就攞唔翻出嚟。錢掉下去又拿不出來。啊，記唔記得個窮寡婦掉嗰2個小錢啊？然後還記得寡婦丟那2個小錢，就係喺呢個庫房呢個地方。就在庫房地方。佢哋當時咧每次收呢個電稅，然後每次收這個電稅，收呢個半克舍勒嘅銀幣，然後就收半舍克勒的銀幣，就喺第一、第2個箱嗰度抌落去。然後就從第一個、第2個箱丟記得下去。耶穌基督係去獻耶穌嘅時候，就8日嘅時候，然後去認耶穌的時候，佢哋係獻呢個斑鳩同埋初格。就去獻斑鳩和初葛。第3、第4嗰個兜咧就係載呢啲錢嘅。然後第3、第4個兜就摔些錢下去。第5個兜咧就係載一啲木嘅錢。然後第5個兜就出一些木的錢。第6個咧就係講佢嗰啲香料嘅錢。然後第6個就是一些香料的錢。第7個部分咧就係講一啲金器銀器嘅錢。那第7個就是一些金器銀器的錢。跟住剩翻到8到第13個嗰啲奉獻箱咧就係其他啲感恩嘅獻祭。那8到13就是一些感恩的獻祭。所以當時嚟講喺個聖殿裏邊已經分得好清楚。那在聖殿裡面分得很清楚，每一樣嘢都有規有矩。每一樣東西都規規矩矩。弟兄姊妹，我哋個奉獻係點樣咧？那我們的奉獻如何呢？我哋會唔會咧將我哋嘅奉獻分好好？我們會不會將我們的奉獻分10開好分一嘅呢？奉獻有10分一嘅奉獻。 1/10的奉獻就有1/10的我哋奉獻。感恩有感恩嘅奉獻。感恩就是感恩奉獻。啊，每個禮拜都畫弓畫徑咁樣帶嚟。然後每個禮拜都不斷這樣子帶你。啊 Kevin 今日都準備咗，寫咗喺度，然後 Kevin 其實今天都準備寫在這裡，擺咗喺本聖經度，擺在聖經裡，一定唔會唔記得帶。一定不會不記得帶。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活喺神嗰個主權下邊？我們有沒有活在神的主權下？呢度講到咧，啲人咧要捉佢，然後那些人就講到要捉他，佢哋就係揾唔到。但我們找不到。耶穌話咩啊？就21節讀啊。約翰福音8章21節，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呢度講到咧，佢同另一班人嘅説話。然後這裡就講到他同另一班人的話。之前咧係同班法利賽人嘅對話，之前是同法利賽人的對話，跟住第21節開始就係同一班猶太人嘅對話。那21節開始是和猶太人對話。中間咧會唔會隔咗一段時間？我哋唔清楚。那中間會不會隔一段時間是不清楚的？可能咧中間咧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或者咧跟住喺嗰個住棚節繼續落去一樣。然後中間可能隔了一長段時間，或者跟着住棚節下去一樣。因為聖經冇講，我哋無從稽考。那聖經其實沒講到，我們也無從思考。頭先講到咧，嗰班法利賽人想捉耶穌，那剛才那些法利賽人想去捉耶穌，但係佢嘅時候還未到。那個時候還沒有到。咁頭先同阿 Sam 分享嘅時候都講到，我哋人終有一死啊。剛才同 Sam 討論就講到人必有一死。其實咧，我哋喺神嘅主權下，我哋唔需要擔心。但在我們神的主權之下，我們不用擔我哋心。分享過啦，耶穌嗰個時候就係佢上十字架嘅時候。然後他們就講耶穌死的時候就上十字架的時候，因為佢個時候未到嘅時候，冇人能夠捉拿佢。時候沒有到的時候，他們不能捉拿他。每一樣人都係照着父神嘅意思。每樣事物都能照着父神的意思。我哋信耶穌嘅人都要有個咁嘅確據。然後我們信耶穌的都要有這樣的確據。我哋要明白喺世界上高，除咗依照天父永恆嘅指引，然後我們除了世界上要依照天父的指引以外，並且依照佢永恆嗰個計劃之外，然後依照他永恆的計劃之外，其他任何嘢都唔會發生。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會發生。而我哋咧過住一個平靜安穩滿足嘅生活，讓我們過着平靜安穩滿足的生活，懂得點樣去分配時間，懂得如何分配時間，就好似分配啲奉獻一樣。就很像豐富奉獻一樣。我哋幾時去奉獻？我們什麼時候奉獻？幾時休息？什麼時候休幾息？時工作？什麼時候工作？直到咧我哋做完地上高嘅勞苦嘅時候，直到我們做完地上的勞苦時候，我哋咧就平平安安去到天家。我們再平平安安的回到天家。主要我哋走嘅時候，主要我們走的時候，冇人能夠阻止我哋離開。沒有人能夠阻止我們離開。但係當我哋知道呢個嘅應許嘅時候，那我們知道這個應許時，我就懂得點樣去過我哋每一日今日嘅生活。我們就懂得如何過我們每一日的生活。我哋退翻第21節啊，對，讀啊。 21節，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頭先我講過呢個係另外一批人，然後就講到這是另外一批人，佢唔單止係嗰班宗教人士，不單只是那班宗教人士都，有其他嘅猶太人。有其他的猶太人，佢當中咧有好多喺疑惑嘅裏面，很多都是在疑惑當中，有好多對耶穌嗰個身份咧好多嘅誤解。
對耶穌的身份都有很多誤解，有好多嘅唔同嘅見解，有很多不同的見唔解。單止係嗰班嘅法利賽人。不單只是那班法利賽人，耶穌話：當你唔信我嘅時候，耶穌說你們不信我的時候，你哋要揾我嘅時候，你們要找我的時你就候揾唔到。就找不到。耶穌話：我要去了。耶穌說我又去了，佢嘅意思就係佢要受死埋葬，去就是不單止受死埋葬，仲要復活升天。然後復活升你天。哋要揾我就揾唔到。你們要找我就找不到。有人講過，你揾耶穌就揾耶穌個屍體。然後有人說找耶穌就找他的屍體，意思就話咧，好似話啲門徒偷走咗個屍體一樣，佢哋揾唔到。那也就是說那些門徒可能偷了他的屍體找不到。但係更深嘅意思就係喺屬靈上高，佢哋再冇人可以揾到耶穌。那更深的意思就是在屬靈上面找不到耶穌。好重要就係佢哋要死喺罪惡過犯當中。那很重要的是他們要死在罪惡過犯之中。第21節講到個死在罪中，那21節就講到死在罪中，後邊亦都有講到死在罪中。後面都有講到死在罪中呢。個罪兩個罪係唔同嘅。但這兩個罪不同，第一個罪咧係一個單數嘅，第一個罪是在單數，即係講佢哋不信嗰個嘅罪。是指不信的罪。之後嗰個罪係佢哋不信之後生出嚟所有其他嘅罪，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們生出來後那個罪，所以佢哋要死喺個罪裏邊。所以要死在罪裡面。佢哋冇平安，他們沒有平安，佢哋冇安慰，他們沒有安慰，佢哋只有黑暗，有哀哭切齒。他們黑暗哀哭切齒。當佢哋喺呢個時候福音傳去佢哋當中嘅時候，那福音傳在他們當中的時候佢，哋拒絕耶穌。他們拒絕耶穌。佢哋將來要揾耶穌嘅時候，將來要找耶穌的時候個，事實就係佢哋已經太遲，那事實就是太遲了，耶穌已經揾唔到，耶穌已經找不到了，耶穌已經唔係再係嗰位赦罪嘅救主，也不是那位謝罪的救主，佢已經成為嗰位審判嘅主。是那位審判的主。所以當佢拒絕呢個光線嘅時候，所以他們拒絕光線的時佢就候，要咩要去到呢個永死嘅裏邊，就是要去到永死裡面，佢哋會喺佢嘅罪惡裏邊死亡。就在罪惡當中死亡。佢哋當離開呢個光線嘅時候，離開光線的時候，佢就進入呢個黑暗嘅裏邊。就進入了黑暗。我哋睇翻第46章 slide，第46章 slide，約翰福音嘅第12章嘅第35到37節。約翰福音12章35到37節，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去。你們應當趁着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他們還是不信他。其實不斷一路去到耶穌上十字架，就不斷去到耶穌上十字架。耶穌咧不斷對於班對佢反抗嘅人施恩典。耶穌不斷對這幫反抗的人施恩典。講完又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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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講佢哋幾個危險嘅光景。講他們危險的光佢景。話還有時候不多，還有時候不多。當趁住有光嘅時候，當趁着有光的時候，就要走跟隨。就要走，要跟隨。如果唔係喺黑暗嚟到嘅時候，如果不是在黑暗來你哋就冇的時候，辦法去跟隨。你就沒有辦法跟隨了。當中如果有未信主嘅朋友，當中如果有沒有信主的朋當個友，福音嚟到你面前嘅時候，福音來到你面前的時候，當呢個光嚟到你面前嘅時候，光來到你面前的時候，你要跟住呢個光走，你要跟着光走，你要順從這光。你要順從這光。當你順從嘅時候，你就成為嗰個光明之子。順從的時候就成為了光明之子。跟住好失望就係咩呢？很失望的是什麼呢？雖然佢行咗好多神蹟，雖然他行了很多神蹟，雖然個光喺度啦，雖然光在這裡，還是有好多人唔信佢。還是有很多人不信。雖然睇落去嘅時候，最尾嗰節經文好似話有好多人信他，最後一經文就看到很像很多人信他，但其實佢個信都係好有問題。但那個信很有問題。因為讀落去嘅時候咧，佢哋咩用石頭打耶穌。那讀下去的時候，他就是用石頭來打。跟住猶太人嗰個答案就好奇怪。那猶太人的答案很奇怪。我哋睇翻第30章 slide，約翰福音嘅8章第22節。約翰福音8章22節，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30，難道他要自盡嗎？猶太人就咁樣回答佢。猶太人就這樣回答說：佢話我要去嘅地方，我哋去唔到。我要去嘅地方，你們去不到。難道他要自盡麼？難道他要自盡嗎？大家可能完全都唔明佢哋講啲乜嘢。那大家可能都不明白在講什麼。猶太人相信咧，如果有人自殺嘅話咧，猶太人相信，如果有人自殺的話，就會落到地獄嘅裏邊。就會落到地獄。唔係地獄裏邊咁簡單，係最低嗰層地獄。不是只落到地獄那麼簡單，是最低的那一層。即係我哋中國人話咩18層地獄嗰度。就中國人所說的18層地而一獄。班猶太人就覺得自己因為係亞伯拉罕嘅後裔，那猶太人就覺得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所以佢就會去到亞伯拉罕嘅懷裏邊啦，天家嘅裏邊。就會去到亞伯拉罕的懷裡天家當中。
所以猶太人喺度講咩咧？那猶太人在講什麼呢？啊，耶穌你係咪要自殺咧？耶穌，你是不是要自殺呢？你自殺嘅地方就係咩？我哋唔會去嘅，你自殺的地方我們是不會去就係的，嗰個地獄最低嗰一層。就是地獄最低的那一層。但係好諷刺係乜嘢？那很諷刺的是什麼呢？其實啱啱就調翻轉。那剛剛就調回了。耶穌話：我去嘅地方你哋去唔到，我去的地方你們去不了，嗰個係天家。那個是天家。佢哋反而係佢哋要去地獄裏邊。他們以為他們要自己去的那個裡面。呢度睇到宗教同埋福音嗰個分別。這就看到宗教和福音的區別。其實每一個宗教都話導人向善啦，係咪？那每個宗教都說導人向善，每一個宗教都話我帶你去天堂啊，每個宗教都說我帶你去天堂，但係只有道路、真理、生命。但只有道路、真理、生命。唯一有耶穌基督先至可以帶到我哋去天家呢個地方。那每樣是耶穌就帶我們去到天家那個地方。我哋呢班猶太人認為嗰班自殺者係同呢個永生係拒諸門外。那猶太人和自殺者都將永生拒之門外。佢就推斷耶穌係要去自殺啦，那推斷耶穌自殺，就進入呢個地獄嘅裏邊，就進入了地獄裡面，而佢哋自己就可以去到呢個天家，然後他們自己就可以去到天家，去到亞伯拉罕嘅懷裏邊。去到亞伯拉罕的懷裡面。我哋讀第23節啦。約翰福音8章23節，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呢度講到耶穌同佢哋講翻説話，然後這裡就講到耶穌對他們說話。佢話你哋係喺下頭嚟嘅，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係喺上頭嚟嘅。我是從上頭來如果的。睇英文就一個係 below，一個係 above 咁嘅意思。一個英文的話就是 below 和 above，所以咧，其實我哋要畫條中間線先。我們可以畫一條中間的線。如果個中間線係畫喺世界嗰度嘅時候，那如果中間的線代表世界，上高就係咩啊？上面是什麼呢？上高就係天堂，就是天堂，父神嘅地方。父神的地方。下低係咩啊？下面是什麼呢？下低就係地獄咯。就是地獄。所以耶穌就話咩啊？我係喺上頭嚟嘅，耶穌就說我們是從上頭來的，你哋就喺下邊上嚟嘅。你們是從下面上來的。講到佢哋就喺嗰個地獄嘅裏邊，就講到他們在地獄當中，佢喺撒旦嘅權勢嘅裏邊。在撒旦的權勢裡耶面，穌就係世界嘅光，佢喺天上高來。耶穌世界的光從天上過來，所以呢度講到嗰個源頭啦，講個關係啦。就講到了源頭和關係。耶穌同呢班人係喺兩個唔同嘅世界。耶穌和這幫人就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其實我哋每一個真信耶穌嘅人都係一樣。我們每一個真信耶穌的人都一樣。其實我哋每一個都係天家嘅子民。每一個人都是天家的子民。我哋個喜愛啦、關注喺邊度咧？我們的喜愛關注在哪裡呢？我哋會唔會就有關注喺地上高嘅東西？我們是否只關注在好似呢地上的東西？班人一樣屬世界，很像這般屬世界的人第，一好似耶穌基督話一樣，還是像耶穌基督一樣，我哋係天國嘅子民，天國的子民？我哋唔屬於呢個世界。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我哋嘅心係咪嚮往天家，弟兄姊妹？但我們的心是不是向往天家呢其？實喺呢個好紛亂嘅世界嘅裏邊，其實我們在一個很昏暗的我哋有冇一個世界裡面，定見？我們有沒有定睛？有冇定睛喺呢個天家嗰個榮美嘅裏邊？有沒有定睛在天家榮美裡面？我哋會仰望耶穌嗰個嘅光線，有沒有仰望耶穌的光線？我哋為佢發出個光芒。讓我們為他發出光第芒。24節啊，耶穌繼續講。約翰福音8章24節，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呢個講到嗰個罪嗰個字係眾數。那這個罪就是眾數。因為佢話你哋對我，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其，實原文係冇我是基督嘅，原文是原文冇基督呢個字。原文是沒有基督的。你話若不信我是 I am 咁解若不信我是，就是 I am 這樣。 ，I am 嗰一位。 I am 那一位，其實呢個字就話我就係耶和華上帝。我就是耶和華上帝。你如果唔信我係神嘅時候，如果不信我是神的你就時候，係必死喺罪中。你就必死在罪中。必嘅意思就係一定會發生。必就是指一定會發生。呢個之前嗰個係單數，而家呢個係雙數。那既然是單數，現在這個時候是雙數。因為我哋背棄咗上帝，呢因為我們背棄了上帝，個不信嘅罪不信的罪，就帶嚟我哋進入個黑暗嘅裏面。就帶我們進入黑暗當喺中。黑暗裏邊就會牽引咗好多唔同嘅罪。在黑暗裡面就會有不同的罪。耶穌話：你如果唔信我是嘅時候，所以你不信我是的時就候，必死在罪中。就必死在罪耶穌中，講到係必然發生。就是必然發生。你知唔知我哋真係要捉緊嗰個救生艇？所以我們要捉緊那個救生艇，我哋要捉緊呢個耶穌基督。捉緊耶穌基督。佢就係嗰位喺十字架上高為我哋完成咗救恩嗰位嘅聖子。他就是十字架上為我們完成救恩的聖子，佢就係嗰位道成肉身嘅耶穌。道成肉身的耶穌，佢係童女懷孕，同類華人，過咗一個無罪嗰個嘅生命，過了無罪的生命，成為罪死喺十字架上高，成為罪死在十字架上，足夠咁樣去挽回咗我哋，成為嗰個挽回祭。然後挽回我們成為挽回祭。所有嘅
問題、所有嘅罪都得到解決。所有的問題、所有的罪都得到解決。過去、現在、將來嘅罪都得到償還。過去、現在、將來的罪都得到償唔還，單止死亡，不單是死亡。剛剛我哋都過咗復活節，然後我們過了復活節，佢都係復活咗，他都復活了，同埋升咗天。升了天，而家都帶着個人性喺父嘅右邊為我哋代求。就帶着人的人性在父的右邊，我們代求弟兄。姊妹，呢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但這一切都成為過去，但係仲有一樣嘢未發生，那還有一樣事情沒發生，就佢將要榮耀嘅再翻嚟。就是榮耀再回來。弟兄姊妹，唔好忘記耶穌佢再要榮耀嘅翻嚟。我們不要忘記耶穌榮耀再回來，呢個日子一定會發生，這個日子一定會發生就，好似耶穌所應許嘅已經發生咗一樣。就很像耶穌所應許的已經發生一樣。我哋有冇預備好自己呢？我們有沒有預備好自己？呢個耶穌話：你哋必死在罪惡過犯當中。你們必死在罪惡過犯當中。講到當我哋唔信嘅時候，我們不信的時候，我哋會有一個腐敗嘅生活啦。我們有腐敗的生活，呢個罪惡咧，讓我哋不配進入呢個天堂，罪惡讓我們不配進入天堂。因為我哋嘅罪冇償還到，我們的罪沒有償還我，哋自己去承擔呢個嘅罪責。我們要自己承擔這個罪責。耶穌話咩？當我哋審判嚟到嘅時候，當我們審判來到的時候，我有好多唔信嘅人都拼命要去揾耶穌，不信的人都要拼命尋求耶穌，但係到當陣時嘅時候已經冇呢個寬恕，但到那個時候就沒有寬恕，所以特別同呢啲新朋友講，所以就特別同新的朋友講，當福音嚟到你哋面前嘅時候，福音來到你們面前的時候，你唔好拒絕耶穌。你不要拒絕耶穌。到你係想揾耶穌嘅時候，想找耶穌的時候，可能你已經揾唔到。可能找不到了。我哋睇第31章下一章，約翰福音嘅8章第25節。約翰福音8章25節，他們就問他說：你是誰？耶穌對他們說：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因為講到耶穌，佢哋就問他們就問耶穌說：你是誰？他們就問耶穌說：你是誰？其實耶穌答案係咩？我從起初就告訴咗你哋。那答案就是我從起初就告訴你們。中文睇唔到嗰個語氣，中文看不到語氣，其實話你係邊一個咩意思？那其實就是你們是哪一個的意思。你藉着咩同我講呢一番説話？你借着什麼同我說？你點解話我哋每一個死在過犯罪惡當中？你們死在過犯罪惡當中，佢唔知道佢同聖子耶穌喺度對話緊。然後就不知道他們同聖子耶穌在將來對話。每一個活人死人都要咩喺佢面前受審判。那將來每個活人死人在他面前都要受審判。但係耶穌個答案就係咩？那耶穌的答案是什麼呢？佢唔單止以前講過，不單說是以前講過，而家繼續去講。現在繼續講。佢話：豈不是我從起初告訴你們的嗎？那豈不是我從起初就告訴你們耶的嗎？穌基督個見證從來都冇改變過。耶穌基督的見證從來就沒有改變一過。開始嘅時候到而家都係咁樣講。一開始到現在也是這樣講。因為講到第26節咧，我哋讀落去。約翰福音8章26節，我有許多事情講論你們，判斷你們。那你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裡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因為講到佢個判斷係真，那這個判斷就是真因為的，係父神嘅判斷。就是父神的判斷。父神俾佢嘅判斷係永遠係真，因為上帝唔會出錯。那父神給他判斷永遠是真的，因為上帝不會出錯。耶穌講完呢句説話，佢哋都唔明白，耶穌講了這個話，他們都不明白，因為他們不知道耶穌係講緊佢嘅父親。那他們不知道耶穌是講他的父親。我哋睇第28節啦，下一張 slide。約翰福音8章28節，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之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着自己做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同樣嗰個基督嗰個字都係冇，同樣基督那個字都是沒有的。必知道我是，必知道我是。所以24有我是，28都有我是，所以24、28都有我是，都係講到嗰個 I am who I am，阿哥 Amy 嗰個字。都是講到 I am who I am。所以唔單止耶穌話我就係生命嘅糧，世界嘅光。我都不單講到我是生命的糧，世上的光。其實耶穌不斷喺個對話裏邊重複都係我就係嗰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上帝。然後在對話當中都不斷強調我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上帝。耶穌講到人子被舉起，然後人子沒有舉起。嗰度喺十字架上高嗰個苦難。然後講到十字架上的苦難。你哋見到我被舉起嘅時候，就必知道我就係嗰位救主。然後你們見到我被舉起的時候，就是那位救主。我哋過咗聖週冇幾耐啊！我們過了聖週沒有多久。大家都記得十字架上高耶穌係嗰個黑暗嚟到嗰3個鐘頭。然後大家都知道耶穌在十字架上黑暗來到的3個鐘頭。有地震啦，有地震。跟住咧，當佢話成了斷咗氣之後，光繩斷了之後，其實嗰班百夫長同埋一班兵丁都話：這個人真係耶穌。然後那些百夫長、兵丁都說這是耶穌，真係聖子，真係基督。真是聖子，真是基督。所以耶穌基督就話：當我被舉起嘅時候，所以耶穌就是說，當我被舉起的時候，有一部分人會認出佢就係基督。
有部分人會認出他就是基督，佢嘅話就係上帝俾佢哋嘅教訓。他的話就是上帝給他的教訓。呢度講到話我就係嗰位差我嚟嘅，然後這裡就講到我就是那位差我來的，佢就係我嘅父神。他就是我的父神。我哋睇翻第29章第29節同埋30節。約翰福音8章29到30節，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裡，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耶穌講到佢唔係自己一個，耶穌就說不是他自己一個，上帝與佢同在，上帝與他同在，差我來嘅與我同在。差我來的與我同在。弟兄姊妹，今時今日一樣，那今時今日也一我哋喺樣，地上高過我哋嘅生活嘅時候，我們在地上過的生活的時候主，與我哋同在，主與我們同在，聖靈內住喺我哋裏邊，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叫我哋咧常常做佢所喜悅嘅事。讓我們常常做他所喜悅的事。跟住講到咧，好似好好咁樣嘅光景，那就講到很好一樣的光景，有好多人信他。有很多人信他。呢個信咧，其實係一個表面嘅信，那這個信是表面的信表，面上高好似信耶穌，就很像信耶穌。但係後邊讀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想殺咗耶穌。那讀下去就知道他們想殺耶穌，所以呢個就好似一個撒喺石頭上高嗰個種子一樣，就很像撒在石頭上的種子，好似咧佢好似一個唔係一個真正嘅信心。好像不是一個真正的信心。佢表面上高信，表面信，但係耶穌睇到佢哋嘅內心。但耶穌看他們的內心。今時今日好多自稱係基督徒嘅基督徒，那現在有很多自稱基督徒的基督徒，佢哋見證自己就係基督徒，他見證自己是基督徒，但係其實當中有幾個真係信耶穌嘅？那當中有幾個真信耶穌有幾呢？多個真係門徒呢？有多少個真是門徒呢？呢個問題我交翻俾大家去問自己。那這個問題我交給大家，我哋咧會唔會就係好似呢班人一樣，我們會不會很像這班人一表樣，面上高信耶穌，表面信耶穌，但係實際上係假信，實際上是假信，係一個假嘅門徒？假門徒。因為後尾講到話你哋就係咩魔鬼，父親就係你嘅魔鬼，那魔鬼父親就是你們的魔鬼。所以唔係單單口裏邊講就得。那不單只是口裡面說出來，我哋有冇將我哋嘅生命擺俾耶穌去管理？那我們有將生命交給耶穌管理嗎耶？穌話佢係世界嘅光，耶穌說他是世界的光，喺裏邊毫無冇黑暗。在裡面沒有黑暗。我哋係咪真係相信佢？我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哋呢？咪願意咧，好似話跟隨佢一樣？我們有沒有願意跟隨其他一樣實跟隨呢？嗰個字就係相信嗰個字。那跟隨就是相信。我哋有冇跟隨耶穌、相信耶穌？我們有沒有跟隨相信耶穌？我哋有冇宣認佢就係我哋嘅主、我哋嘅救主？我們有沒有宣認他是我們的主，我們的救主？有冇用呢個光照入嚟？讓這個光照進來，有冇讓呢個光被反映出去？然後讓光反射出去。當我哋知道自己有罪嘅時候，當我們知道自己有罪的時候，其實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去到耶穌面前去求呢個寬恕同埋憐憫。然後就可以坦然無懼來到耶穌面前求寬恕憐憫。所以今日講到耶穌就係咩世界嘅光，所以今天就講到耶穌就是世界的跟住光。嗰班法利賽人就喺個黑暗嘅裏面，那法利賽人就在黑暗當跟住中，講咗一番嘅對話，然後就講了一番說，最後就講到嗰班好似信耶穌嘅猶太人，就講得很像耶穌那幫猶太人。其實佢就係咩死喺自己嘅不信嘅裏面。那其實他們是死在自己的不信總之裡面，我哋引以為戒，所以我們要引以為戒。我哋嘅信仰係咪我哋自己想象出嚟嘅信仰？那信仰不是自己想象出來的，你話真係有根有基嘅聖經所啟示嘅信仰？還是有根有基聖經所講的信仰？我哋話自己係基督徒，我們說自己基督徒，定係話咧我哋係口講，是用自己的口講，但係冇實質嘅改變？還是沒有實質改變的？我哋有冇啲黑暗嘅地方會俾個光去照入嚟？我們也會在黑暗地方讓光照進來。我俾兩個應用大家，我哋第47然後有章啦。有兩個應用。首先我哋要承認我哋內心係黑暗，讓呢個光進入嚟。我們要承認內心的黑暗，讓光照進來。呢度講到嗰班唔信嘅人，這就講到不信的人必死在罪中。必要死在罪中。我哋有段時間可以安靜咯，我們有段時間可以安靜，就用聖靈去光照我哋黑暗面。然後讓聖靈光照我們的黑暗。有冇啲唔饒恕啊、驕傲？有沒有一些饒恕、不饒恕、有冇啲驕傲？謊言啊、恐懼、一啲不良嘅習慣？有沒有謊言、恐懼、不良習慣？如果聖靈光照我哋嘅時候，如果聖靈光照我們的時候，我哋唔好逃避，不要逃避，我哋要向神認罪。然後向神認罪。最近有時 Kevin 無聊上嚟咧，喺度掃下手機睇啲短片。然後最近凱文都在刷一些短片，啲人瞓晒覺喺度自己睇，然後那些人都自己在那裡看，喺度浪費咗好多時間，然後就浪費很多時間，就唔去瞓覺休息。就沒有睡覺休息。我就喺神面前認罪，然後就在神面前認求主罪，幫助我哋。求主幫助我們。有好多細微嘅嘢，有很多細微的事物，我哋要敏感聖靈嗰個感動。我們要敏感聖靈的感動。用呢個光照入嚟嘅時候，光照下來的時候，我哋就咩去就呢個光，我們就要救這個光，用佢誠誠實實咁去認我哋嘅罪。誠誠實實的認我們的罪。用呢個光照入嚟嘅時候，光照下來的時候，我哋要改變我哋，
改變我們，賜下佢嘅力量，叫我哋去跟隨佢。賜下他的力量，讓我們去跟隨。第二個應用就係我哋要將跟隨耶穌成我哋每一日嘅優先次序。那第二個應用就是要跟隨耶穌做我們的優先次序。耶穌話：你哋跟隨我，就不走在黑暗裏邊。耶穌說：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我唔知大家每一日起身翻工之前會做啲乜嘢？我不知道大家每天起床上班前做什麼？有冇求耶穌俾我哋去跟隨佢呢？有沒有求耶穌讓我們跟隨他呢？只有我哋每一個嘅遇見，我們每一個的遇見，每一個嘅決定，每一個決定，每一句嘅説話，每一句話，主啊，你教我講，啊，你教我說，你叫我做啊，你叫我做，我就跟隨。我就跟隨。耶穌話：我係世界嘅光，我是世界的光。我哋每一個基督徒係世上嘅光。我每個基督徒都是世上的光。我哋有冇朝向光明？我們有沒有朝向光明？摒棄呢個黑暗，摒棄黑暗。我哋實際有冇啲行動？我們有沒有實際行動？我哋會唔會咧有啲嘢我哋主動嘅去做？有沒有些東西要主動去做？嗰啲唔啱嘅嘢我哋唔做，不對的東西我們就不做。誠誠實實咁樣去面對，誠誠實實的面對。同人有嫌隙嘅時候，主動同對方和好。然後同人有分歧，主動和人家和好。我哋咧唔去背後講人哋嘅閒話，不要在背後講人的閒話。我哋咧要好似耶穌基督一樣，就很像耶穌基督一樣，成為佢所喜愛嘅光明之子。成為他所喜愛的光明之子。耶穌基督就係嗰位獨生子。耶穌基督就是那位獨生子。約翰福音話佢係父懷裏嘅獨生子。約翰福音講父懷你的獨生子，父懷裏嘅獨生子嘅榮光，父懷你的獨生子的約翰都榮光，見過。我都有見過。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見過耶穌嘅榮光？那我沒有見過耶穌的榮光。你話我仲喺呢個世界上高，俾呢個世界嘅掌權者弄瞎咗我哋嘅心眼？還是我們在世界當中，在掌權者之下，然後被世界掌權者給蒙蔽我們的弄瞎咗心眼。心眼。求主幫助我哋。求主幫助我們。我哋一同禱告。我們一同禱告。親愛的，獻上感恩。親愛的主，我們獻上感恩。仲喺呢個住棚節嘅尾聲嘅時候，這個在住棚節尾聲的時候，耶穌話：我係世界嘅光。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佢就係世界嘅光，他就是世界的光，要照亮呢個黑暗嘅世界，照亮黑暗的世界。主要讓我哋成為你嘅光明之子。主要讓我們成為你的光明之子。你話我哋係世上嘅光，我們是世上的光。而我哋每一個信咗你嘅基督徒，讓我們每個信了你的基督徒，真係可以成為你嘅燈台，真可以成為你的燈台，反射你嘅榮美，反射你的榮美，將你嘅良善啦，將你的良善、你嘅公義啦，公義、你嘅慈愛憐憫啦，慈愛憐憫，喺我哋身邊嘅人都感受得到。讓我們身邊人都感受得到。喺當中未信主嘅，求主保守。當中未信主的，求主保守。主要讓呢個光照入佢嘅黑暗嘅裏面。主要讓這個光照入他的黑暗當中。有時喺黑暗裏邊，我哋睇唔到自己嘅光景。在黑暗當中，我們看不到自己的光景。世人所做嘅嘢，我哋都會跟住去做。世人所做的，我們都會跟隨着做。但係主啊，你話我哋唔屬於呢個世界。主啊，讓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你係揀選咗我哋分別為聖嘅一群。你是揀選我們分別為聖的一群，讓我哋可以過一個聖潔嘅生活。讓我們可以過聖潔的生活。讓我哋坦然無懼嘅活喺你嘅光中。讓我們坦然無懼活在你的光中，成為你光明嘅兒女。成為光明的兒女。聖靈親自感動我哋每一個。聖靈親自感動我們每一個。唔係我哋有幾咁好，不是我們有多麼好，唔係我哋有幾咁可愛，多麼可愛，而係主你先愛我哋。而是主你才愛我們。你用你嘅寶血去洗淨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你用寶血洗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讓我哋可以活喺呢個光明裏邊，讓我們活在光明當中，唔在一個黑暗嘅裏面，活在黑暗裡面，唔在一個無知孤獨嘅裏面，活在無知孤獨當中，喺有主光明嘅同行嘅裏面，在主光明同行當中，昔日雲柱火柱帶領以色列民行過佢哋嘅曠野之路，就像雲柱火柱其實都帶領以色列民行過曠野，今日都係帶領住我哋每一個人行走呢條天路。那今天就帶領我們每個人行走這條天路。我哋清楚點樣去跟住你，我們清楚如何跟隨你，每日嘅去跟隨，每一日的跟隨，時時刻刻秒秒嘅跟隨，時時刻刻每秒跟隨，知道主你係與我哋同在，以馬內利嘅上帝。知道主你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的上帝。亦都將我哋嘅幽暗面係擺喺主你嘅面前，也讓我們將陰暗面擺在主你的面主你前。真係光照我哋，主啊，你真是光照我們，讓我哋真係悔改。讓我們真的悔改我。哋有唔啱嘅地方，我們有不對的地方，我哋唔可以隱藏，我們不要隱藏因。為主其實你都知道，那主你都知道你，都願意我哋向你面前去求恩典、求憐憫。所以你都願意讓我們在你們面前求恩典、求憐憫。我哋若認自己嘅罪，我們要認自己的你罪，係信實嘅，係公義，是信實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哋嘅罪，你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不義。當中我哋有一啲唔好嘅習慣，當中有一些不好的習慣，一啲唔合你心意嘅行為，
不合你心意的行為。主啊，你求你幫助我哋。主啊，我求你幫助我我哋唔們。係靠自己嘅能力去勝過呢一啲嘅誘惑，我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勝過這些誘惑，而係靠住聖靈俾我哋嘅能力。而是靠着聖靈給我們的你唔能力。單止光照我哋，不但光照我們，亦都係俾能力我哋去勝過。而是給能力讓我們勝過。你唔單止保護我哋，不單是保護我們，亦都係牽引我哋，也是牽引我們，將我哋平平安安去送到呢個天家嘅裏邊，讓我們平平安安送到天家當中，進入你俾我哋嘅應許之地。進入應許之地。耶穌話：我去原為你哋預備地方，我去你應許的地方，你將來會翻嚟接我哋去到天家裏邊。你將來會回來將我們接到天家。再幫助我哋喺呢個末世嘅時候，成為你喜愛嘅兒女，主啊，幫助我們在末世的時候讓我們成為你喜愛的兒女，成為光明之子，成為光明之子，照亮呢個黑暗嘅大地。照亮黑暗大地。主，你就係嗰個真光，主啊，你就是那個真光，在裏邊毫無黑暗，在裡面毫無黑暗。毫無黑暗。讓我哋學習你一樣，讓我們學習你一樣，係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我要喺人面前，喺神面前，在神面前係有呢個自由、喜樂、平安。有自由、喜樂、平安。因為真理叫我哋得自由，啊，真理叫我們得自由，你嘅話語讓我哋有平安，你的話語讓我們有平安，你嘅同在讓我哋有能力去過每一日嘅生活。你的同在讓我們有能力過每日的生活。而我哋真係與你同在嘅時候係好得無比。然後我們與你同在的時候是好的無比。響我哋再翻嚟嘅日子近，然後在你回來的日子已經近了，我哋要預備好我哋自己，我們要預備好自己，同你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同你建立一個親密的關唔好係，讓嗰個罪去阻攔咗我哋同你嘅交通，不要讓罪阻攔我和你們的交通，讓我哋進入嗰個深入嘅團契嘅裏面。讓我們進入深入的團契當中。主與我哋同在，主與我們同在，我哋就係嗰個光明之子，我們就是光明之亦子，都係行喺光中。也在行在光中。呢條光路咧就引導我哋去到天家嘅裏面。這條光路引導我們去到天家，求主幫助，求主幫助，繼續祝福香港基督生命堂，繼續祝福香港基督生命堂，讓你嘅道喺呢個講壇裏邊宣講出去嘅時候，讓這個道在講壇宣講出來的時候聖，靈親自動工，聖靈親自動工，對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説話，對我們每個人的心說話，對我哋嘅生命去説話，對我們的生命說話，讓我哋明白你嘅心意點樣去行落去。明白我們的心意怎麼走下去。你就係我哋嗰個嘅導遊，你就是我們那個導遊，你都係有我哋嘅藍圖，也是我們的藍圖。讓我哋知道明白嘅時候，我們知道明白的時候，懂得點樣去過一個豐盛啦、健康啦、有意義嘅生命。讓我們懂得如何過一個豐盛、健康、有意義的生活。求主保守，求主保守，聽我哋禱告，聽我們禱告，奉我主名求，奉我主名求。阿門。